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對於我嚟講咧都相當重要嘅嚇。咁啊，我都知道時代論壇咧都有啲嘅討論嘅嚇。咁我睇嘅時候覺得都有啲地方講得相當好。咁但係咧都從未咧試過有一個從華人教會福音派神學嘅角度咧，對天主教有一個全面嘅評價同埋咧係立場。咁既然仲未有嘅話，咁不如我就帶頭啦，打頭陣啦。講啱講錯或者俾人鬧都唔緊要，引發起更多更成熟嘅討論。好似以前我講靈修神學嘅時候，講政治神學嘅時候，都會有咁樣嘅現象。不過睇見神呢，實在係興起更多嘅弟兄姊妹呢，喺呢方面有更多嘅貢獻，喺佢嘅真理上面有澄清咧。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值得，好值得，應該有人開始。咁我經過禱告，經過諗，唔係意氣。咁我就咧決定今晚咧同大家咧係講呢個題目。喺我哋開始之前，我哋一齊先低頭祈禱。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知道你係真理嘅源頭，喺你嗰度只有光冇黑暗。我哋今晚懇求主嘅聖靈與我哋同行，引導我哋進入真理，讓我哋真係能夠了解你，了解你喺我哋呢個世代裏邊對唔同嘅信仰或者天主教所應該持有嘅立場、態度同埋啲具體嘅實踐，讓我哋知道呢個問題引起好多個紛爭，甚至引起你身體嘅分裂。我哋懇求主嘅靈，特別和好嘅靈，分辨是非嘅靈與我哋同在，讓我哋真係能夠講嘅時候、聽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帶領。我哋懇求主保守我哋，讓撒旦嘅作為唔會喺度有任何嘅地步，讓一切嘅榮耀、尊貴都歸於我哋天上嘅主。奉耶穌嘅名祈禱。今晚我講呢一個對羅馬天主教嘅睇法同埋立場呢，係基本上呢係我自己嘅立場，但係呢我嘅立場呢亦都係福音派信仰嘅立場。咁所以呢係喺好多方面呢，我都係借用福音派嘅立場嚟到作為我嘅立場。咁我相信呢個呢亦都係可以好明顯嘅、好自然嘅一個。咁所以咧，今晚嗰啲立場唔係冚唪唥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咁先驚啊嚇！如果一個人自己諗出嚟先驚。咁我嘅其中好多重點咧，都係參考自一份好重要嘅文獻。我唔知點解咧，好多人又唔係好知呢份嘅文獻咧，就係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呢個嘅世界福音團契，就喺神學上邊代表而家福音派嘅神學立場嘅團契。佢哋第8屆喺新加坡1986年6月所舉行嘅呢個會議嘅當中呢，係所通過嘅一個嘅文獻。咁呢個文獻呢，就係特別講到呢，究竟福音派應該持一個乜嘢嘅立場嚟到了解而家嘅天主教嘅信仰。咁當然嗰個文獻呢一方面呢，就相當神學性，牽涉好多嘅歷史嘅關鍵啊，同埋神學嘅論爭，好多神學家嘅名詞名字。咁所以呢，就可能一般嘅平信徒呢都唔係特別係感到興趣，或者呢係睇得明白。咁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喺我講嘅時候呢，就引用呢啲嘅文獻當中一啲嘅説話呢，同大家呢一齊嚟到研究。咁另外一方面呢，因為呢一路以嚟呢都係用英文出版，所以呢喺我哋華人教會裏邊呢，嗰個嘅閱讀嘅情況亦都好少。咁所以呢，就多得中國神學研究院呢喺佢個中神期刊嘅裏邊呢，第7同埋第8期呢係全部將佢由中文翻譯咗出嚟嘅。咁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呢個立場嘅呢，咁你就可以參考中神期刊嘅第7同埋第8期。我好多個立場都係同佢哋接近，理論上邊論點可能有啲咁多唔同。咁大致上邊呢係好相近，咁不過呢亦都有所補充，有所減少。佢裏邊所講嘅，今晚我唔係做一個 summary 咁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咁呢個呢係我消化過，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嘅，作為一個個人，亦作為一個福音派信仰嘅神學工作者所能夠接受嘅一個立場。咁希望我講嘅時候呢，大家又可以思想，咁咧將你嘅問題都寫低，咁我哋呢。陣間講完之後咧，有機會你就可以用回應嚇，你可以贊成，可以唔贊成，唔緊要。我相信真理呢係越辯越明嘅。我今晚呢就係採取我覺得呢喺福音派、基督教福音派
同埋天主教之間7個最重要嘅範圍同埋教義或者係觀念咧嚟到做一個澄清，同埋咧講出我自己喺呢方面嘅立場。咁我覺得呢7個咧係最基本噶啦。咁當然仲有啲枝節嘅啊。咁我今晚咧所講嘅咧就係唔講啲枝節，講得最重要嘅7個，我認為。咁第二咧，我個入手咧就係用神學嘅角度嚟講啊。咁即係話咧，我從一個理論層次嘅神學嚟講，即係我唔牽涉到嗰啲具體實際嘅即係偏差，譬如有啲即係天主教嘅神父好衰咁，即係我啲唔，咁我唔算數嗰啲明啊？我啲咁你話基督教有啲牧師夠衰咯，咁冇得拗嘅，即係咁拗法咧就冇乜結果嚇。我唔講嗰啲嘢嚇，我又唔講啊邊單咧教會有啲咩黑暗嘢，咁天主教有啲咩黑暗嘢出嚟。咁我啲咧就我唔講啦，即係我唔講呢個具體嘅啲情況，我係講從教義裏邊講，好嘛？咁我主要係根據佢哋神學嘅教義啦，同埋佢哋嗰啲文獻咁樣嚟到睇啊，希望大家明白。咁呢7個範圍咧，我都有一種嘅相同嘅入手方法，就係先講喺傳統裏邊天主教同基督教喺呢個問題上邊嘅論爭。咁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同基督教信仰上面嘅論爭最劇烈嘅，當然係幾時啊？16世紀當馬丁路德同埋加爾文改革嘅時間。咁啊，16世紀到而家咧，已經係400幾年啦。咁啊呢段日子嘅裏邊咧，就天主教亦都有好多個改變，而基督教亦都有好多個改變啊。咁所以咧，我就第二部分咧，我就會特別咧係講到喺近呢半個世紀以嚟，點解用近呢半個世紀以嚟呢？因為咧喺60年代初咧係梵蒂岡和羅馬天主教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會議，叫做梵蒂岡嘅第2次會議 （Vatican II），通常我哋稱為。咁呢個梵蒂岡第2次會議呢，係將到過去天主教相當多嘅教義呢，有一個好重要嘅更定，同埋呢係發展或者發揮，甚至咧取消。咁佢哋當時呢嗰個口號呢，就叫拉丁文叫 Aggiornamento， 即係話呢，走向現代化嘅天主教立場啊。咁所以呢，佢哋梵蒂岡第2次會議可以大概呢代表近呢半個世紀以嚟天主教新嘅發展。咁到而家嚟講呢，仲未有另外一個會議呢足以取代或者呢否定梵蒂岡第2次會議嗰個嘅立場。所以好多時呢，間我引用嘅時候呢，如果呢個咁嘅梵蒂岡會議嘅文獻到而家仍然係遵守緊嘅，仍然冇表明到佢係反對嘅話，即係表示佢仍然沿用住。咁嘅時候呢，我就用呢一個嘅立場嚟到睇天主教而家嘅發展，大家明白嚇？咁所以呢，就第二部分我一定會講呢，咁就係近半個世紀嚟嘅新發展，睇下呢個新嘅即係現今嘅天主教嘅發展裏邊，對於基督教嚟講嗰個教義啊，同埋呢立場上面有咩嘅新嘅唔同嘅角度去了解佢。咁而當然第三部分好明顯啊，就講到好清楚嘅，我就列出福音派嘅立場。福音派嘅立場，咁其實呢度我所謂福音派嘅立場，即係話我站喺福音派嗰個嘅立場啊，唔等於所有福音派人士嘅立場，因為喺福音派裏邊都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大概我係根據呢一個我哋所公認嘅福音派嘅立場。咁咩叫福音派呢？咁你唔好今晚問我啦嚇，我已經出咗一卷帶咧，係講呢個福音派嘅信仰係乜嘢。咁如果你想知呢，你就聽翻嗰卷帶，嗰個呢就係我所謂福音派嘅信仰啦。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唔好嘥時間咧，就直接咧，就一點一點咧嚟到講落去。你一路聽嘅時候咧，你就 mark 低一啲你覺得即係唔贊成啊，或者係有疑問嘅地方，到時咧就先係提出嚟。第一，羅馬教會即係天主教會同埋其他嘅基督教會，即係所謂新教之間嘅關係。嗱，呢個咧可以話係核心問題啦，嚇，最基本嘅核心問題。自從改教運動16世紀以嚟，呢個問題都係最基本起始點，就係究竟羅馬天主教覺得佢自己喺神嘅教會裏邊有咩角色，同埋其他唔係天主教嘅基督教會喺神嘅使命同埋天國裏邊有咩角色。咁啊，背景嚟講呢，就羅馬天主教呢係肯定呢佢自己係基督唯一嘅代表，即係話羅馬天主教呢個教會嘅組織先至係耶穌基督唯一嘅代表。留心呢個，
所以有時咧，羅馬天主教都稱佢自己做第二個基督，即係話咧，嗰位基督升咗天之後咧，喺地上嘅基督就係教會啦。咁啊，具體嘅意義嚟講咧，就係我哋好多時都成日聽見嘅，就係教會以外咧係冇救恩嘅。所以教會以外冇救恩嘅意思咧，即係話，即係用佢哋自己嘅說話嚟講，就係人如果離開咗或者拒絕加入天主教會嘅話，佢就冇辦法得着救恩。講得好清楚啦，即係一種嘅非常之 exclusive 嘅，即係話咧係冇得傾噶啦。除非嗱呢個係救恩嘅範圍，一係就喺天主教會裏邊，否則喺教會以外或者離開咗啦，或者你唔肯加入咁嘅時候咧，就表示咧你唔可以得救。咁當然咧，由呢一個角度嚟睇嘅時候咧，所有唔參與天主教會嘅，包括埋嗰啲改教運動嘅教會咧，即係我哋所謂嘅新教啦，或者叫做咧更正教 Protestantism 啦，就係咧都係稱為異端啦，稱為異端。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過去咧係嘅背景。咁我哋睇睇呢近呢半個世紀嚟嘅改變啊，我抄錯咗嘅，近10年唔係10年，係近半個世紀嚟嘅改變。咁頭先講過喺呢個梵蒂岡第二次會議嘅時候咧，開始有一個唔同嘅立場講咗出嚟。個立場咧係較為咧軟化咗相當嘅程度。軟化喺邊度呢？就係話佢仍然肯定天主教會係神最祝福嘅教會，但係呢，佢都承認咧神亦都透過其他嘅教會，當然包括咧新教在內啦，去侍奉佢。仲緊要嘅呢，就係呢，佢稱呢啲嘅其他基督教會嘅信徒為弟兄。咁啊，稱得為弟兄呢，當然唔係即係我哋普通所謂嘅兄弟啦，係咪啊？即係弟兄就係好撈教噶，唔知我哋基督教係咁譯噶吓，好明噶吓。弟兄即係有啲有信仰嘅意義喺度啦，係嘛啊？咁嘅時候呢，就嗰個意思就係話我哋有個佢哋天主教開始接受喺教會以外同基督嘅人嘅關係都可以係一種信仰上嘅血肉相連嘅關係，所以我稱為弟兄，即係佢都可以有機會得救啊。咁咧就並且咧佢相信咧呢啲嘅弟兄咧，雖然喺嗰個教會嘅蒙福上邊咧係有虧損，因為佢唔係羅馬天主教嘛，但係咧佢都具有相當多神所希望教會有嘅特質啊。究竟有邊啲冇邊啲咧？呢個佢又冇詳細講，不過咧冇咁多啊！天主教咧係最全備嘅神嘅教會嘅特質有晒喺度，而呢甚至呢係因信稱義而受水禮嘅，都可以稱佢為弟兄，即係話咧承認佢得救。咁我引用梵蒂岡第二次會議一篇短短地嘅引述咧，就係咁講。佢話那些分離了的教會同埋團體，即係指新教啦。雖然我哋相信佢哋具有以上所提到嘅缺點，咁啊，以上咧提咗好多缺點嘅吓，咁啊，我哋唔詳細研究啲缺點吓。然而，他們在救恩的奧秘上，並非毫無意義和重要性。呢句好緊要吓，有重要性喺救恩嘅意義上邊係有嗰個奧秘嘅作為喺度，因為基督嘅聖靈冇停止使用他們作為救恩嘅媒介。嗱，呢個好緊要呢句，即係話呢。教會以外而家有救恩媒介啦，基督教會、新教係其中一啲嘅媒介。這些媒介之所以有效，是源於天主教會獲神賜予豐盛都豐富嘅恩典和真理。即係意思就話呢，即係立翻轉頭吓，你哋有呢啲咁樣嘅機會，係因為神嘅恩典由天主教會裏邊呢恩澤到你哋嘅身上邊。神特別嘅恩典，所以呢，天主教會就係最全備嘅救恩媒介。咁你哋呢都可以成為救恩嘅媒介，不過你哋唔全備，並且你救恩嘅媒介係因為神特別恩待天主教會，又透過天主教會係咯咧開始呢係俾你有一啲嘅更多嘅恩典。因為佢哋嘅睇法就係你基督教會其實都係從天主教會裏邊分出嚟嘅，所以你而家所擁有嘅真理其實都係天主教會裏邊本身有嘅真理，不過呢個係已經係錯咗啲，唔完全，不過都得啦，算啦，渣渣地都有你份啦，咁樣。咁啊呢個同埋呢，當日16世紀兇神惡煞好唔同噶啦噃，啊，當日16世紀嘅時候完全冇機會嘅，而家呢就話因為你喺我哋出嚟嘅，所以都有啲機會俾你。
都可以得救。不過咧，最好嘅都唔係你哋，最好嘅都係我哋嘅天主教會。呢個係佢哋一個嘅較為咧新嘅立場。咁呢個立場上邊，我哋福音派點睇呢？咁我列咗4點。第一，我就認為對於天主教自稱佢哋係神最祝福嘅教會，我覺得我唔能夠接受。唔能夠接受，因為喺神學上唔可能，喺歷史上亦都否定咗。神學上唔可能就係話呢，我喺神學喺聖經神學裏邊唔見到喺地上有邊一個教會能夠宣稱佢係最蒙福嘅教會，或者個唯一準確全備嘅教會。嗱，呢種嘅講法一路以嚟呢，喺教會歷史裏面好危險嘅。好多時候一啲嘅異端啊、旁支啊，或者係小群啊，都有出現咁嘅情況，就係話呢，教會都好多啊，神都俾恩典嘅，不過神最祝福嘅就係我哋教會，我哋教會先至係真係攞到神嘅恩典。嗱，呢啲說話咧聽到好熟口熟面嘅，係嘛？係喺某一啲嘅係一啲激進嘅小群嘅教會裏邊，我哋成日聽見嘅神咧係特別喺我哋教會當中嘅，其他教會咧神就即係搖頭嘆息啊。不過都施恩俾你哋啦，都有你哋份啦。不過你最好就改換你嘅教會立場嚟到我哋嗰度，咁就神就全備嘅恩典俾晒你。嗱，呢種講法唔掂，我喺聖經裏揾唔到根據，喺神學上邊亦都揾唔到根據。而且喺歷史上邊，天主教實在冇咁嘅權，話天主教會歷史可以話俾我聽，佢係神全備嘅恩典同埋救恩嘅祝福。因為天主教會裏邊實在有好多錯誤出過，雖然我哋唔否認佢亦都有好處，但係我亦都冇可能擘大眼睇歷史話佢冇錯過，佢錯咗好緊要添。喺中世紀嘅時間，甚至喺近代，好多次都犯咗好多嘅錯誤。我哋點可以眼白白睇住咁就話佢係神最祝福嘅教會，一切其他教會都不及佢，而且咧要黐住佢先有恩典嚟到呢？我覺得咧唔可能接受呢樣嘢。咁所以咧由第一點咧就引申到第二點啦。咁天主教會咁樣講嘅時候咧，佢就係呼召嗰啲失落嘅弟兄咧歸回佢哋嘅行列。如果你要問我，我嘅答案就話唔需要，唔需要。因為如果佢唔係最祝福嘅教會，正如任何一間教會佢宣稱佢自己係最蒙福嘅，咁當然如果佢證明到係或者事實上係咁，我當然歸佢行列啦。邊個唔想要神更多嘅恩典啦？係咪？但係咧，如果事實上唔係嘅話，咁佢呢個呼召咧係無效，就係咁簡單。呢個呼召無效。我相信咧，我哋嘅立場應該係唔係大家拗話，不如你好似咧係呢一個嘅文獻所講嘅，不如咧你嚟羅馬啦，或者話不如你嚟Geneva 或者 Wittenberg， 即係咧係大家知道 Wittenberg 係嘅地方係代表咗馬丁路德改革嘅地方啦嚇，Geneva 咧代表加爾文宗教改革嘅地方，即係話咧究竟要我哋係過到去天主教咧，抑或叫天主教過到嚟呢？我相信我哋嗰個嘅重要性喺度，就係不如我哋同回到耶路撒冷。所謂重回到耶路撒冷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個根基係喺聖經，喺耶穌基督，呢兩個就係我哋信仰嘅根基噶啦。幾時我哋偏差咗根基，我唔理你係咩教，我唔理你係咩宗派，你都要翻耶路撒冷。嗱，呢句說話對兩方面都要講。當然對天主教要講，如果佢係偏離咗聖經嘅話，如果佢係偏離咗係耶穌基督救恩嘅話，咁樣當然佢要翻去耶路撒冷。但好多時老實講，我哋新教嘅教會有啲新派嘅教會偏離咗聖經嘅教會，我哋一樣要同佢走個呼籲，就話你翻到去聖經嗰度，翻到去耶穌基督救恩嗰度，唔好搞震。我唔理你咩派，就算新教裏邊，我哋知道今日有好多自由派嘅，好多新派嘅教會啊！我哋喺加拿大就知啦嚇，譬如聯合嗰啲嘅聯合教會咁樣啊，喺佢嘅教義上面已經完全偏差咗聖經，喺佢實踐上邊已經完全係世俗嘅時候，我相信我作為福音派，我一樣呼籲佢話翻到耶路撒冷，翻到耶路撒冷。今日我哋唔係講邊個教派嘅問題，而係我哋係聖經同埋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恩嘅起始點。所以我相信。正如呢個嘅文獻呢所提出嘅一個嘅立場，可以話呢作為呢一點嘅結束同埋開宗明義嘅一個大方向，就係我哋需要喺聖經嘅真理基礎上邊，我哋
係能夠同天主教係坦率無懼嘅接觸，分享福音嘅寶貴。嗱，呢幾句說話呢，係呢個世界福音團契會議文獻裏邊嘅其中一個結論。我相信呢一點呢，係好值得我哋留意，即係話我哋唔怕，我哋又唔一定需要呢下下同佢嚟到對立，掂親都唔得，全盤否定，唔係，我哋可以坐低去了解，互相討論，然後我哋個基礎喺邊度呢？係喺聖經同埋耶穌。我哋喺呢個嘅真理基礎上邊，我哋唔怕同佢討論。所以老實講，如果有啲人問我，究竟我能唔能夠呢個基督徒呢個天主教徒得唔得救啊，或者點啊？好多時候有啲人再問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別啊？如果我時間唔夠，有時間咪答7點咯吓。咁時間唔夠咧，我通常嘅回應就係話，我唔問你係咩教先，我問你同耶穌嘅關係係點樣。你話俾我聽你係信義會，咁啊夠威咯，話馬丁路德親自創立噶啦，係嘛？但係你同耶穌嘅關係係點先？你喺信義會裏邊，但係你同耶穌嘅關係係唔清楚嘅。你喺聖經嘅真理上面有偏差嘅。老老實實啦，我唔問你咩教，從頭同你講個福音一樣。如果你係天主教徒，你同耶穌嘅關係點？就話我唔知啊，我由細至大都係嘅，一出世就係小心啦。咁啊問清楚你同耶穌嘅關係點啊？有冇經歷咧？屬靈上嘅經歷咧？聖經對於你嘅意義係乜嘢？有冇重生嘅經歷？有冇認罪嘅經歷咯？佢話我唔係好知噶，好蒙噶咋，咁人哋帶我去就咁啊。好啦，唔理你咩教，從頭嚟過，打開聖經同你查耶穌，呢個係我嘅立場。我哋好即係喺一個咁嘅基礎上邊去判斷，好過將兩頂帽一吸咗呢個壞人，呢個好人。基督教會裏邊唔係個個好人，天主教會裏邊亦都唔係一定個個壞人。我諗呢個呢，係成為我哋其中一個嘅論點。第二，瑪利亞嘅立場，對瑪利亞觀念嘅立場。瑪利亞呢，就一直係天主教會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神學嘅內涵。自從第4世紀開始呢，瑪利嘅地位呢已經係相當嘅提高。咁如果你讀過基督論嘅，所以呢今晚呢就揀你哋呢啲讀過系統神學嘅人嚟聽啦，係嘛？咁啊慳翻你好多功夫。記得讀過基督論嘅時候呢，喺嗰個所謂亞歷山大學派 （Alexandrian School） 裏邊呢，已經開始提出呢個瑪利亞聖母瑪利亞呢，當時未叫聖母嚇。瑪利亞呢係呢一個嘅所謂 Theotokos 啊，所謂呢係上帝之母啊 ，Mother of God 啊 ，the bearer of God 啦，可以話係嚇。咁呢一個嘅上帝之母嘅觀念，慢慢引申出咧，就將到瑪利亞咧，慢慢嘅地位喺整個天主教嘅信仰裏邊咧，被提高到咧係唔單止等於聖人，並且超越一切嘅聖人之上。咁喺天主教嘅歷史嘅裏邊咧，瑪利亞嘅地位咧喺實際上邊差唔多係同呢個三位一體嘅神係同等嘅。咁當然啦，佢好多個論點喺度啦。最主要因為佢係生耶穌，咁於是咧由呢個理論裏邊去推演咧，佢生耶穌其實即係話咧，佢同神嗰個救恩係合作而生耶穌。咁即係佢冇原罪啊，又冇原罪嘅時候咧，佢一生咧都係咧耶穌嘅母親。雖然佢係謙卑，但係佢本質上邊咧係耶穌聽佢話嘅。咁大家都知道。然後咧佢係肉身升天啊，呢個聖經係冇嘅。肉身升天之後咧，喺天上邊咧，既然咧有時耶穌咧就好難叫嘅咧，咁咪叫佢阿媽咧睇佢。咁呢個咧就係一直以嚟嗰個觀念喺度。咁而且咧，當然咧，瑪利亞咧就代表咗基督教、天主教信仰嗰種嘅女性嗰方面嘅嘅重點同埋立場。咁所以咧，我哋話咧，佢嗰個地位咧被提到相當高，佢可以同神一樣係被敬拜，所以佢應該受敬拜。同埋可以係祈禱嘅對象，亦都係呢稱為呢係信徒生活上嘅超自然朋友。佢係信徒生活上邊嘅可以話係咧超然嘅嗰個依賴者。佢就唔係一個聖經裏邊嘅人物，或者係作為一個福音嘅見證人。嗱，呢個好唔同。係有一種嘅超然嘅地位、超然嘅能力同埋超然嘅作用。
係受敬拜。咁呢點呢，就係佢哋嘅背景。近呢半個世紀嚟，究竟天主教瑪利亞嘅神學有冇改變呢？咁我哋綜覽呢半個世紀嚟瑪利亞嘅神學嘅進展呢，其實呢係冇減少，反而係增強。我相信呢，可能係由於呢個近代嘅天主教會特別係回應係呢個西方嘅潮流上邊嘅女權、女性地位喺信仰上邊嘅角色，所以呢增強咗佢對瑪利亞嘅重視同埋尊崇，而且呢瑪利亞作為呢神之母嚇，佢呢就可以呢補足咗一路以嚟呢喺女權或者婦女神學裏邊呢所批評嘅係基督教嘅神係一個父系嘅男性嘅形象嘅神。於是呢個女性嘅神呢，就係由瑪利亞呢差唔多可以幫佢呢取代咗、補足咗佢。所以我哋發覺天主教會呢係極力高舉呢個瑪利亞嘅獨特性同埋嘅重要性。喺好多文獻上邊呢係特別呢係強調呢一點。我哋想引用呢個梵蒂岡第二次會議嘅文獻裏面第8章呢係咁樣聲明，其中呢佢講到瑪利亞呢係人救恩工作上邊與神合作嘅，即係話呢耶穌基督當然係成全救恩，但係透過同瑪利亞嘅合作而成就。咁我想呢就睇睇佢呢當中呢所講呢一段嘅說話。嗰度話呢，那真福童貞女之被預定為真神之母啊，呢個呢好緊要啦吓。呢個呢童貞女瑪利亞係預定嘅，係做呢一個神嘅母親，係與神嘅道成肉身有關嘅。咁跟住呢講到喺神嘅安排計劃裏邊呢，佢係神聖救贖者喺世上恩慈嘅母親。咁你講到係世上母親呢個冇錯啊吓。咁但係呢。而係在所有人之上，並與眾不同嘅。嗱，呢個呢，即係將佢突出咗，同一切嘅人唔同啦。所有人之上即係話包括係所有人類啊，都唔同嘅。他是主寬大嘅夥伴同埋謙卑嘅使女。佢受孕、生產、養育基督，佢喺聖殿裏邊將佢獻與父神聖父，並且分擔咗個兒子喺十字架上嘅痛苦。因此佢一個完全獨特嘅方式，完全獨特嘅方式，即係話呢種嘅方式呢，係所有人都冇嘅，係令到佢同所有人類都唔同嘅，用個獨特嘅方式，用信服、信心、希望同埋火熱嘅愛心去與救主合作。佢唔單止係一個嘅主嘅使女，佢係與主合作，喺世人嘅靈魂不得超自然嘅生命。為咗呢個緣故，喺恩典層次上，她是我們的母親。嗱，呢點好緊要。喺恩典嘅層次上，即係話呢個救恩嘅層次上邊，佢係我哋嘅母親。所以瑪利亞喺恩典層次上嘅母親地位，跟住就講到佢毫不間斷一直延續，此至佢聽見天使係報聞佢嘅忠心嘅應允佢喺十字架上堅定嘅堅守持守，直到佢所有嘅選民永恆救贖嘅工作完成為止。所以呢種嘅恩典嘅層次呢，就唔係單單停留喺瑪利亞在生嗰段時間，而係越過咗瑪利亞在生嘅時候。即係話，如果耶穌有未降生之前嘅道，瑪利亞呢亦都有佢預定佢同神合作恩典嘅福分。然後如果耶穌升天之後喺永恆在寶座上邊為眾聖徒祈禱，瑪利亞呢種嘅合作呢亦都唔間斷嘅，一路直到呢個永恆救贖工作完成為止。即係話呢，佢離開呢個世界之後，佢被接升天之後，呢度所講嘅，並沒有將這拯救嘅工作擱置，而是藉着他多方面嘅代求，繼續為我們帶來永恆嘅救恩嘅禮物。即係話而家瑪利亞喺天上呢，係持續緊呢一種嘅中保嘅角色。憑着他母性嘅愛心，
他關心他兒子嘅弟兄，即係我哋啦嚇。這些弟兄仍在世上奔走，充滿危難嘅路途啦嚇，直到佢哋被帶回幸福嘅天家為止。因此，那真福童貞女係教會求助嘅對象，係教會求助嘅對象。即係我哋祈禱求幫助嘅時候，我哋可以向瑪利亞求。他在這方面稱號包括咗保惠師、幫助者，嗱，呢啲係耶穌嘅名稱嚟嘅。但瑪利亞有足以可以有呢種嘅稱號，女恩人、女中保、中保，呢啲係耶穌嘅稱號嚟嘅。即係話呢，瑪利亞享有同耶穌一樣嘅稱號，同埋佢嗰個嘅工作同埋能力。然而，按照我哋這樣嘅說法，他沒有在那唯一中保耶穌嘅尊嚴和效能上加添或減去什麼東西。呢句好似好奇怪，點解加多句咁嘅嘢呢？咁，但係如果你諗翻轉頭，佢哋嘅邏輯就係耶穌呢個中保嘅工作之所以能夠完成，背後本身已經結合咗瑪利亞在內。你明意思嘛？所以佢唔需要加任何嘢，因為佢從起始到而家到將來都已經係有瑪利亞在內，所以佢冇加，即係佢冇倒轉咁講。冇話淨係耶穌冇瑪利亞唔得，佢唔講，佢冇咁講。不過佢已經假設咗耶穌有中保嘅作用同埋救恩已經有咗瑪利亞在內，冇瑪利亞點樣佢唔答。但係無論如何，佢話一定要有瑪利亞。所以呢，佢冇加添啊，因為佢本身就已經係一部分。佢唔係耶穌夠啦，再加啲嘢，唔係，佢係耶穌加埋瑪利亞先至夠。呢個係佢哋嘅神學。咁啊，當然呢。如果咁嘅時候呢，我哋福音派嘅立場點睇呢？咁我自己落咗3個嘅重點。第一，作為一位主內嘅姊妹呢，我哋尊敬瑪利亞嘅屬靈氣質同埋佢信心嘅榜樣。即係你唔好嬲佢，嬲到呢連佢都唔尊重，咁啊唔公平。咁佢呢係一個好令我哋佩服嘅姊妹，一個人。不過佢係一個好愛主、好值得我哋學習嘅一個姊妹，而且佢有特別嘅福分，呢個絕對係。佢與所有人都唔同，咁呢句說話冇乜意思嘅。我因為要都同所有人唔同，係咪先？你同我樣同唔同啊？唔同啦嘛，係嘛？咁講冇意思嘅。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同所有人唔同。咁但係瑪利亞喺天主教角度嚟講，佢與所有人不同，係因為佢同其他人嗰個地位上，佢高於其他人。嗱，呢個不同就唔簡單啦。即係我同你唔同唔緊要，我同你好似瑪利亞同你咁唔同咧，咁就唔得啦。因為我高於你，咁就有得拗啦。咁所以呢，我嘅睇法就係話，我哋認為佢同每一個信徒喺本質上並冇分別。所以本質上即係話喺神嘅救恩，喺耶穌基督三位一體嘅神嘅面前嘅地位係冇分別。佢蒙大恩嘅女子，好似其他嘅使徒，有時佢有機會同耶穌係親眼嘅接觸、親眼嘅見過、親手嘅摸過。呢啲係佢特別嘅恩典，呢特別恩典。但係呢恩典唔足以令到佢同我哋每一個信徒喺耶穌基督嘅救恩面前有本質上嘅分別。特別唔會有本質上分別到嘅地步，令到佢有呢一種咁樣嘅受敬拜，可以代求，留咗個求字吓，可以代求同埋可以施恩典呢啲咁樣嘅質素。其實瑪利亞或者任何一個聖人都冇呢種咁嘅地位。約翰一書第2章嗰度講到話呢，係第2章第1節嗰度講到話呢，如果有人犯罪，喺父那裏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嘅中保，就係那義者耶穌基督。中保只有一位，就係耶穌基督。我哋唔相信需要有啲女中保，其他中保、次要中保，冇咁多噶啦。耶穌一個就夠。耶穌喺世上嘅時候，經歷我哋所有經歷嘅，接受我哋所經歷過嘅試探、痛苦、勝過。佢藉着死嚟滅絕撒旦死亡嘅權勢，藉着復活，將永恆嘅生命帶俾我哋，夠啦！耶穌就夠啦。瑪利亞其他聖人唔需要，所以再加上其他嗰啲冇聖經任何聖經根據關於瑪利亞嘅附會嘅講法，譬如佢冇原罪啦，或者咧佢有永恆嘅童貞啦，即係話咧佢以後咧即係雖然結婚啦生仔，但係佢仍然係保持童貞啦，或者佢肉身升天啦。呢啲係全部冇聖經嘅根據，加上呢啲嘅信仰嘅話，我覺得我哋要落一個立場呢，就係
福音派係絕對反對天主教對瑪利亞呢種嘅信仰，即係基督徒唔會贊成信徒會向瑪利亞祈禱、祈求、做中保、敬拜，唔得。聖人包括在內都唔得，因為我哋唔需要，聖經亦都冇任何咁嘅教訓。如果瑪利亞都唔得，即係咁勁啦都唔得，咁其他聖徒唔使噏啦，嚇明啊？其他聖徒咧就即係擺埋一邊啊。呢個係我哋第二個關於瑪利亞觀念嘅立場。第三，講到教會以咩做權威，就係討論到對聖經嘅觀念。聖經嘅觀念，先交代一下背景。天主教一直咧當然係相信聖經，但係天主教喺佢嘅教會信仰嘅權威嘅裏邊係有三樣嘅權威係並立嘅。第一係佢哋嘅傳統，傳統就包括咗嗰啲嘅古教父嘅作品，同埋嗰啲即係或者咧係canonize 咗，即係嘅按立咗，即係或者追封咗嘅聖人佢哋嗰啲嘅言行同埋講法。呢個教會嘅傳統。第二，現今當時教會活著嘅聲音，即係講到咧教宗同埋佢嗰個主教團所頒下嚟嗰啲嘅令諭或者係嗰啲嘅文獻。第三，聖經。呢三樣咧係並立，係教會嘅天主教會裏邊嘅三個權威。咁所以呢，天主教會唔係否定聖經，絕對唔可以咁講。但係喺具體日常生活嘅裏邊呢，就會呢，因為佢有三個同樣咁重要嘅傳統，而呢啲嘅傳統係好多時候呢更加具體嘅，尤其是嗰個嘅當時嘅教宗同埋嗰啲嘅令諭呢，就更加係具體實際地指導生活嘅話呢。所以喺佢嗰個日常生活裏邊，事實上天主教會嘅人士一般係較為忽略聖經，呢個我哋唔能夠否認嘅事實。尤其是一直以嚟喺中世紀一直以嚟，聖經都係用拉丁文嚟到書寫，喺崇拜或者係彌撒嘅裏邊用拉丁文嚟到閱讀，所以一般嘅平民百姓咧係根本聽唔明嘅，亦都冇資格去讀，因為佢睇唔識呢啲嘅拉丁文。所以大家記得喺宗教改革嘅時候，馬丁路德咁緊張，佢忙得咁緊要，命都就嚟冇，都仲要翻譯聖經成為當時口語化嘅德文。個原因就係咁樣，佢要拆開呢個拉丁文不可讀嘅呢一種咁樣嘅枷鎖，然後將聖經俾所有能夠認識字嘅或者識得聽識得講嘅人，以至佢可以直接同神可以發生一個人嘅關係。咁所以你睇見呢，嗰個聖經係一路喺天主教教會裏邊呢，係鉗制住，係實際上邊喺信徒嘅生活當中冇發揮到嗰個最重要嘅權威嘅角色。雖然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嘅權威。咁啊，另外一方面呢，天主教會亦都有咁嘅傾向呢，就係因為呢，佢覺得呢所謂正典啊，抽錯咗，唔係正經嚇，正典嚇。正典即係話，究竟新約邊幾卷書先至係神嘅啟示呢？咁啊，天主教會呢宣稱話，因為最後決定呢幾卷書邊幾卷書先至係神嘅啟示呢，都係透過教會同埋教會嘅會議啊，或者係教會嘅領袖呢嚟到慢慢決定嘅。所以其實喺一個隱含意義上邊嚟講，聖經之所以成聖經，都係教會判斷話佢係聖經。你聽出嗰個重點？所以呢，其實教會係有個最後嗰個叫終審權嚟嘅。喺歷史上面有個終審權，對聖經有終審權。所以呢，教會嘅地位呢，實質上呢，權威上呢，係高於聖經嘅。雖然聖經都係神嘅啟示。好啦，咁我又睇一睇喺過去呢半個世紀以嚟嘅新嘅改變。如果我哋要回顧由20世紀初，其實一路發展到而家，天主教對聖經嘅態度呢，我哋可以話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改變。
最大嘅改變。佢哋對聖經嘅重新重視呢，係唔可以否定嘅事實。喺歷史上邊，我哋睇見天主教會，尤其是喺呢個梵二之後，係大量嘅花人力物力去翻譯聖經成為各個地方嘅語言，好似我哋基督教會一路所做嘅一樣。我哋睇下好似思高聖經啊，喺學術嘅立場嚟講，天主教嘅思高聖經翻譯得相當好嘅，即係呢個冇乜，即係冇乜偏袒或者係即係價值嘅批評喺度。喺學術嘅立場嚟講，佢個翻譯要準確，原文嗰個參考，對文法嘅了解，即係甚至中文嘅運用都係一流，我哋可以承認。當然佢用好多個字眼，我哋唔習慣嚇。嗰啲字類係天主教佢哋嘅字類，佢哋用佢哋嘅特有嘅名詞。呢個另外一樣。但係如果以一個學術嘅角度嚟講，思高聖經係翻得準確嘅。你唔好以為天主教翻譯嘅聖經實翻譯錯，唔係嘅，好準。咁喺呢個翻譯咁準確嘅背後，當然有好多嘅學術喺度，有好多天主教嘅學者落咗好多功夫喺度。呢個事實上我哋發覺喺啲近呢半個世紀裏邊咧，出咗好多好重要嘅天主教嘅聖經學者，而佢哋嘅學術地位係無可置疑嘅，無可置疑。咁咧佢哋亦都係呢，係天主教會亦都花咗好多嘅錢嚟印製好多嘅聖經，以至呢而家你去到天主教嘅書局裏邊呢，聖經係其中一個隨手可得，並且呢係好重要嘅嗱，甚至有好多個解經書出咗嚟，都係天主教嘅學者呢所寫嘅解經書。咁呢個我哋要承認嘅事實。另外一方面呢，因為呢個聖經嘅普及、翻譯、推廣同埋印製，就日常生活上邊呢，自自然然天主教徒呢接觸聖經嘅機會呢係多咗，亦都係呢係聖經喺日常生活裏邊呢係開放咗。呢個呢，我哋話喺具體天主教徒嘅生活上邊嘅一種嘅表現。正如好似頭先我哋講，雖然一路以嚟千幾年嚟中世紀嘅天主教會都係話聖經係權威，但係喺實際生活上邊，信徒係冇睇得到。大部分信徒睇唔到，係少數人嘅專利品，同埋佢哋唔重視。咁而家咧啱相反啦，佢哋咧喺日常生活上邊咧係重視咗聖經，即係我哋話 accessible 咗好多，即係咧能夠有機會接觸多咗好多。你只要想就有得睇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唔能夠咧忘記一件事咧，喺官方嘅立場上邊咧，跟住我引呢段咧梵二嘅文獻咧，就講到話喺官方立場上邊咧，似乎仍然冇改到一貫嘅睇法。呢段說話係咁講，因此神聖嘅傳統、聖經和教會施教嘅權威，頭先我講呢三方面啦，按着神最聰明嘅計劃，顯明地連接結合在一起。即係話呢，佢個權威仍然係三而一嘅權威啫，以至三者中沒有一個能脫離其他而獨立，而在一位聖靈的工作下，他們共同和各自有效地協助救贖靈魂的工作。所以從呢一點嚟講，梵二並冇任何嘅喺呢方面嘅進展同埋改變。另外一方面咧，從一個學術嘅立場嚟講，頭先講，如果你要問我睇解經書嚟講，好多時候唔係全部梗有例外嘅。但係大部分嚟講，情況嚟講咧，好多天主教嘅聖經學者佢嘅立場咧，比較一啲我哋基督教新教嘅自由派嗰啲嘅立場咧，更加接近福音派。即係話咧，點解咧咁？可能因為佢就有一個天主教嘅傳統喺度，所以咧佢咧新極激進極都唔敢亂嚟，因為佢出嗰本書咧要嘅有幾個字噶嘛，有幾個拉丁文你見到嘛，就係要咧由羅馬教廷咧批准話呢本嘢係啱嘅，唔係異端咁啊。咁所以咧佢有佢嗰種嘅緊守性喺度，咁同埋佢研究嘅時候咧，可能咧就係有種咁樣嘅保守嘅傾向啊。於是咧佢對聖經嗰個嘅批判咧就唔會咁極端，因為作為一個天主教學者，佢屬於一個天主教嘅教派裏邊，喺呢個教會裏邊佢要服膺教會嗰個嘅靈諭。而另語話聖經、教會同埋傳統三個都係權威，你唔可以質疑呢個權威嘅。
即係佢一方面佢唔質疑教宗嘅權威，但另一方面佢都唔可以質疑聖經嘅權威，所以佢解聖經嘅時候咧，佢點都唔敢落手落得咧，好似有啲新派神學家咁樣亂咁拆、亂咁割，花里碌五顏六色嗰啲 Jesus Seminar 嗰啲咁樣啊，大家聽過呢啲嚇？佢將耶穌嘅生平將佢割，然後咧即係大家舉手決定呢句係耶穌講嘅，呢句實唔係耶穌講嘅，呢句可能耶穌講過，不過咧而家記錯咗，咁咧唔同嘅顏色一路咁印，遲啲你就見到噶啦，話俾你聽幾種色嘅。咁由你想知道真係耶穌講邊幾句咧，睇邊隻色啊？如果使徒想知道初期教會啲附會嘅講法咧，睇咩色？咁啊將四福音重新編過。嗱，天主教嘅教會裏邊嘅即係學者咧做唔出呢啲嘢，因為咧佢咁做嘅時候咧，對於佢喺個教會裏邊嗰個嘅立場同埋地位同埋教會俾嘅壓力，佢唔能夠隨便咁做，所以變成有個好處喎。變咗佢攞一本聖經嘅時候咧，佢先當佢係權威嚟到睇，盡量去解。所以雖然佢當然從一學術或者佢自己嘅研究或者係創作嘅立場裏邊咧，都有佢自己一啲嘅質疑或者點樣啊。咁呢個唔緊要，學術上面你可以提出疑問。但係喺個心態上邊咧，佢比較好多所謂而家新派嘅基督教聖經學者咧，係嚟得咧更加穩陣、保守同埋尊重。好多時咧，我睇呢個係我自己好個人嚇，睇天主教嘅解經書裏邊咧，都有咁樣嘅感覺。當然唔係指本都係咁嚇，不過咧呢個你可以咧得閒咧有時間你可以去慢慢研究一下。呢個係聖經研究方面嘅睇法。好啦，咁究竟福音派嘅立場喺呢個聖經作為權威嘅問題上邊點睇呢？我想提出3點。第一，喺近呢個世紀裏邊，天主教學者對於聖經嘅研究呢一種咁樣嘅增加深度同埋聖經嘅發行，我覺得咧係值得我哋高興鼓勵嘅，亦都我覺得喺適當嘅參考裏邊咧，我哋可以用佢哋嘅作品。如果佢嘅作品係對聖經有尊重嘅話，我相信雖然係一個天主教嘅學者嘅作品，你都值得去參考。咁呢個呢，我相信你睇好多比較有份量嘅中文嘅解經書，喺我哋華人教會裏邊，喺福音派裏邊咧已經有咁嘅情況。你睇天道嘅呢個新舊約嘅聖經注釋，你睇新約嘅注釋一啲嘅學者係大家都好尊重嘅學者，可能你唔知啫嘛。佢所引用嘅書裏邊差唔多有一大橛係基督教，亦都有好多係天主教。喺佢個用法裏邊，只求學術上邊嘅準確同埋合理，同埋對聖經嘅尊重。無論天主教、基督教都可以喺呢個問題上邊有佢嘅貢獻。我哋唔可以派聖到咁嘅地步，呢本嘢唔掂得。一睇個名，哦，原來係天主教嘅，飲咗佢咁，唔係嘅，咁啊好嘥，好嘥。第二，雖然我哋要承認同埋咧，一定要記住喺官方嘅立場上邊，天主教仍然對聖經嘅獨有權威。大家知道聖經係唯獨聖經，係咧當時咧係改革運動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口號嚇 ，Sola Scriptura 嚇，就係咧唯獨聖經，即係聖經先係唯一權威，其他咧都要受聖經嗰個嘅判斷。咁嘅觀念咧就係仍然咧天主教嘅立場咧係唔相同嘅，未達到呢一個嘅標準，唔係唯獨聖經，因為佢咧有3樣權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相信，只要一個人，無論佢喺咩嘅教派裏邊，只要一個人佢肯讀聖經，而佢有機會讀聖經，讀到神嘅話語，神嘅話語嘅能力，加上聖靈嘅工作，可以喺佢生命裏邊實在會產生福音嘅果效。呢個我哋唔能夠否認呢樣嘢。所以如果一個天主教徒，佢喺一個雖然仍然喺天主教會嘅立場裏邊，但係如果佢真係研讀聖經、尊重聖經，係將聖經嘅話語係作為佢自己一個人生嘅挑戰，將自己嘅生命結合起上嚟，靠住聖經嘅神嘅話語嘅大能同埋聖靈嘅能力，我哋相信，我哋絕對相信神一樣可以喺佢生命嘅唔同嘅層面發生果效，呢個我哋唔可以否認。第三就係如果你要問，咁聖經最終應該點睇呢？我哋就話，如果我哋真係要同天主教、基督教要同天主教有對話嘅話，
從個福音派嘅立場嚟講，聖經啟示嘅真理標準始終係我哋最高嘅根據同埋權威。因為其實呢，我今日所講嘅嘢呢，都係跟住呢一種。當我哋講天主教咁樣，我哋唔贊成嘅時候，其實我主要就係問喺背後就問聖經點講？聖經係咁講，聖經冇咁講唔得。好似我哋評呢個瑪利亞咁，其實我已經用咗呢個原則㗎啦。而家咧再明顯講出嚟，我哋個對話咧就係聖經係絕對最高嘅權威同埋根據。喺呢一點上邊，我哋可以確立我哋同天主教嘅對話。咁喺呢度咧就講咗3個嘅重點啦。第4，教宗無誤嘅講法，教宗冇錯誤嘅講法。咁呢個背景咧，當然咧大家都會好熟悉噶啦，就天主教會一路咧係根據耶穌對彼得所講嘅說話，話我要將呢個我嘅教會建立喺呢一個嘅磐石上邊，咁啊陰間嘅權勢咧唔能夠勝過佢，你就係地上釋放嘅，在天上一釋放，在地上捆綁嘅，在天上捆綁，即係話咧有一種嘅絕對代表權。咁天主教就將佢解釋為係彼得。咁啊，彼得係喺傳統嘅傳說裏邊，佢係第一任嘅教皇啊。咁啊，真正歷史上第一任嘅教皇咧，要到590年嘅 Gregory the Great 先至呢係真正係出現嘅。不過咧，佢追封翻之前，追溯到最早就係第一個嘅教皇就係彼得。咁既然耶穌對彼得有咁樣嘅講法，如果呢段聖經係咁解嘅話，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呢段聖經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解法。Petras 嗰個字究竟點解，同埋個磐石嘅字究竟係咪即係就係等於彼得呢？抑或磐石就係等於嗰個對耶穌基督嗰個係神嘅兒子嗰種嘅認信嗰個真理？咁呢個呢，我哋當然咧係解經嘅問題。但係就天主教嘅立場嘅角度嚟講，既然係咁嘅話，當然呢，佢對於呢一個喺天主教會裏邊嘅最高嘅領導，所謂教宗 Pope 呢個教宗嘅職位呢，就係呢嗰個嘅無誤呢，就產生咗呢個教義啦。佢哋嘅睇法就係當呢個教宗喺佢個職位上邊講論到有關信仰同埋道德嘅事情嘅時候呢，神係特別賜予佢呢種絕對冇錯誤嘅特性，即係唔係表示話呢個教宗佢嗰個整個人冇錯誤無罪，唔係不過當佢坐喺呢一個教宗呢個位，即係當然唔係嗰種凳咁簡單，即係話以佢個 office， 即係喺佢嗰個嘅佢嗰個職位上邊嚟到發表關於信仰同埋倫理，特別呢兩個嘅範圍上邊嘅言論嘅時候呢，神係特別賜恩俾佢，係佢唔會講錯。呢個係所謂教宗無誤論嘅講法比較即係清楚嘅定義。咁我哋睇呢半個世紀嚟呢一種嘅立場，究竟有冇改到，同埋基督教我哋嘅福音派點樣去睇，點樣去回應呢？咁事實上呢，喺呢大半個世紀以嚟呢，天主教內部好多個神學家呢開始質疑呢一種咁嘅情況。咁當然啦，自從19世紀到20世紀嘅時候，呢種所謂革命同埋個人嘅主義嘅思想呢，都會係質疑好多呢係並未能夠宣稱佢可以即係有理由嘅權威㗎啦嗰啲即係無理由嘅權威，或者咧係用 Eric Fromm 弗洛姆呢一個嘅心理分析學者所講嘅所謂嘅非理性權威 irrational authority 呢，係現代人呢開始呢，特別喺西方呢係質疑嘅。咁呢個教宗無誤說呢，亦都係受到呢種嘅衝擊。有好多天主教內部神學家，最出名嘅當然呢就稱為呢我哋中文譯佢做孔漢斯嗰位 Hans Küng 咁Hans Küng 呢就係呢個德國神學家呢，就寫咗好幾本書呢，係質疑呢一個嘅教宗嘅無誤同埋天主教教廷嗰種嘅絕對權威。咁當然呢引起好大嘅衝擊咁呢就曾經成為一個好大嘅教會裏邊嘅新聞。咁即係代表咗呢個Hans Küng 呢，佢本身係一個天主教嘅神學家，佢到而家仍然係保留喺天主教嘅教廷裏邊，但係呢佢質疑嘅。咁事實上呢，教宗嘅地位喺具體嚟講係好多天主教嘅神學家嘅作品當中呢，嗰個可信性同埋嗰個優越性呢已經係減低。你淨係單單從天主教嘅神學家寫到神學作品嘅時候，有幾多引用教宗同埋佢嘅領諭嚟到支持嘅論點，你睇到佢越嚟越稀少。同埋19世紀以前好唔同嘅，19世紀以前嘅天主教神學家一講就講教宗點講噶啦，
一講就係天主教嗰個教宗嘅領諭係點講。而家越嚟越少啦，越嚟越少，即係表示咧喺實質嗰個地位上咧係咧式微緊嘅。咁但係雖然係咁，但係喺梵蒂岡嘅立場上邊咧，當然呢個就係即係好到肉噶啦，好埋身嘅。佢哋嗰個教宗嘅權威咧並冇改變到佢立場嘅。我哋睇下梵蒂岡第二會議裏邊一個嘅文獻，佢哋講到話，因此宗教嘅方面咧，信徒要在思想同埋意志上特別信服羅馬教宗那真實可信嘅施教權力，即使他不是按着職位來說話，仍當信服。嗱，呢個咧比較以前更加強。以前就話喺佢嗰個職位上邊，佢作為一個教宗嘅職位嘅時候，佢講嘅說話咧就係無誤。但係咧而家話，就算佢唔喺嗰陣時講，平日講，落基嗰陣時講，咁嘅時候咧，嗰啲咧都仍然應當係信服嘅。喺呢度咧，我位同事咧就印漏咗另外一段嘅，我想讀埋俾你聽吓，都係梵蒂岡第二次會議同一個文獻裏邊所講嘅。嗰度咧就咁講，嗰度話當主教團連同彼得的承繼人，即係教宗咧，主教團就係嗰啲嘅 Archbishop 啦，即係嗰啲嘅即係最高嘅各區嘅代表嘅主教，加埋教宗喺埋一齊嘅時候，一起使用至高嘅施教權力嘅時候呢，他們亦同時具備基督所應許教會嘅無誤性。嗱，呢個好清楚，梵蒂岡第二會議講啦。那麼他們最後議出的言論必獲教會嘅認可，即係話教宗加埋主教團佢哋商議咗講出嚟嘅說話呢，係具備有基督應許教會俾嘅無誤性喺度。咁所以呢，我哋咁睇嘅時候呢，我哋可以話呢，喺梵蒂岡嘅第二次會議喺近呢半個世紀嚟呢，對教宗無誤嘅立場嘅講法呢，並冇修改到，反而係有加增嘅跡象。可能佢加增嘅跡象係因為要對抗喺呢一個嘅天主教嘅圈裏邊對呢個教宗權力嘅質疑嗰種嘅睇法。究竟福音派嘅立場點睇呢？咁我話福音派嘅立場呢，首先教宗無誤呢種咁樣嘅觀點，佢背後嘅神學思想係錯嘅。冇一個人有資格，除咗耶穌之外，話佢可以宣稱佢所講嘅嘢係無誤嘅，甚至係主教團加埋教宗一齊，經過會議、經過商量研究所發表嘅文獻。嗱，呢個係質同埋量嘅分別。量上邊，作為一個神學工作者，我哋話呢班主教團嘅本身都有一定份量嘅神學訓練同埋經驗。咁教宗呢，即係只要佢係一個即係唔係靠即係陰謀上到嚟嘅教宗呢，咁歷史上有啊，歷史上亦都有冇啊，有啲人唔係啊。咁嘅時候呢，佢亦都有佢相當嘅質素，值得我哋佩服嘅，作為一個弟兄。咁我哋唔否認佢嗰種嘅愛啊，佢種嘅寬恕啊，或者甚至佢嘅智慧啊，佢屬靈嘅悟性啊，佢對聖經嘅認識，我諗都唔一定係即係會有即係好差。咁所以呢，係咁樣嘅組合呢，喺質喺量上邊呢，會有可以係有相當份量同埋值得參考嘅一個神學嘅論點嚟嘅。佢講出嚟嘅時候，對道德又好，對神學好。所以我哋睇教宗領諭就話，天主教又唔睇，唔係可以參考下，因為話晒呢班都係神學家嚟噶喎，公推出嚟全世界嘅神學家所諗到出嚟嘅一個立場呢，本身亦都有佢參考嘅價值。不過呢個係量嘅不同，咩？佢可以係非常之值得參考，但係呢，佢而家天主教所講緊係質嘅問題，即係佢無誤，咁啊唔掂啦。即係佢有即係可靠性好高。同埋咧，無誤係兩回事嚟嘅，明唔明啊？呢個人咧，佢屬靈質素好高，都好少犯罪啦。同埋佢唔會犯罪，係唔同一件事。唔會犯罪只有耶穌一個，絕對唔可以咁講。奧古斯丁好偉大，保羅唔會犯罪嘅，我唔夠膽咁講嘅喎。邊個夠膽咁講？雖然聖經冇記載保羅犯過咩錯，但係話我話保羅一定都有犯錯，因為佢係人。只要佢係人，佢有質上邊嘅同耶穌嘅分別。教宗只要係人。無論如何，我哋唔相信喺神學上唔可以接受佢係無誤
呢一點。尤其是我哋唔好忘記，雖然呢一班嘅神學家佢喺度佢討論發表一啲全個天主教都要接受嘅領域嘅時候呢，佢哋可能係神學上邊非常之精彩，但係呢，我哋都留意，就係因為佢嗰個影響力咁大呢，佢背後受好多政治形勢嘅壓力呢都好深，所以好多時佢講出嚟嘅時候要就住好多嘢，因為講嘅時候要全世界嘅天主教徒都要遵守嘅時候呢，咁佢要就住，大家都知道啦，逢真係呢啲咁嘅文獻呢，係一係咧就咩都冇講，一係呢就住佢要保住呢個教廷嘅利益，諗過度過之後先至呢，即係輕輕咁講出嚟。咁所以正係因為咁嘅時候呢，好多時呢反而將佢呢種神學嘅精彩的地方呢係打折扣。所以我哋都咁樣睇啊。咁同埋呢係實都受到佢當時呢教宗佢本身又受佢嘅意識形態影響嘅。我都唔可以否認呢樣嘢，好似而家呢位嘅教宗咁，因為佢係波蘭出嚟，所以佢特別反共。對比起20世紀初嗰啲嘅教宗，佢係呢較為呢係對共產主義呢係恐懼，但係咧慢慢變成有好感。你睇見一路咁變到呢係60年代嘅時候呢，70年代嘅時候呢，嗰兩段時間呢嘅即係教宗嘅領域呢對嗰個嘅共產主義呢係有傾向好感嘅。咁而家呢個教宗因為佢喺波蘭出嚟，所以佢受盡啲共產主義嗰種嘅黑暗面嘅了解，所以佢而家係反共。咁你話如果咁嘅時候呢，我哋點可以話佢係無誤呢？佢都甚至受佢自己嘅背景嘅影響。咁所以從一個角度嚟講呢，喺事實上喺神學上，我哋唔可以接受教宗無誤呢一點。而並且呢，我哋相信如果呢個教宗堅持要佢嘅無誤嘅話呢，會成為我哋基督徒同佢哋對話或者喺某一啲事上面合作一個好大嘅障礙。因為呢個教宗就係整個天主教嘅組織上邊最高嘅權威。咁呢個權威轄下嘅組織，如果要同基督教要合作或者有啲乜嘢嘅共同嘅行動嘅時候呢，咁變咗我哋就多咗一個嘅權威啦。咁變咗我哋呢，喺我哋基督教嘅立場嚟講，我哋唔能夠接受呢一個教宗嘅權威，尤其是我哋唔能夠接受好似呢 Eric Fromm 所講呢種非理性嘅權威。理性嘅權威呢，就係人都總有權威嘅，譬如理性嘅權威就係好似老師同埋學生之間嘅關係，佢有權威。但呢種權威呢，同埋非理性權威，譬如非理性權威就係話呢，唔係出於佢嘅質素，而係呢喺個地位上坐上去嗰個就有權威噶啦。呢個教宗嘅權威就係咁嘅。唔理你邊個，總之坐喺嗰個位上面，嗰個就有權威。咁嘅時候，呢種係非理性嘅權威。咁非理性嘅權威呢，係我哋話呢，係甚至神都唔會咁做。有冇留意啊？神雖然呢，佢有絕對嘅資格，同佢嘅子民呢有一種非理性嘅權威，因為佢係無限，我哋係有限。佢係永恆啊，我哋係短暫嘅。佢要點做就點做，係咪先？神可以咁，但係神都冇用到種非理性嘅權威。神從來都唔會話我中意咁做就咁做，唔係嘅，每次佢都解俾你聽咁做，每次都話俾以色列人聽嗱，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就滅亡咯。如果你咁聽嘅話，就得救。佢仍然俾一個選擇我哋，佢俾我哋有個選擇，佢盡量咧透過個啟示讓我哋認識佢，以致呢我哋同佢距離越嚟越係接近，而唔係越嚟越嚟到拉距離嘅。咁呢種咧係一種嘅理性權威，即係按照 Eric Fromm 所講嘅理性權威嘅特質。所以我哋話，如果尚且神啊，佢有足夠嘅資格，佢都唔會用一種理性權威嚟到對待我哋嘅信徒。我哋又唔可能相信有地上有一個神嘅代理人可以用一種非理性權威，只要佢坐喺嗰個位度，佢講嘢就啱噶啦。我哋冇辦法接受呢一個事實，冇辦法接受呢個事實。第五，因信稱義啦，嗱呢個就核心問題啦吓。因信稱義呢，就喺歷史上邊呢，就係宗教改革16世紀裏邊咧最關鍵嘅教義嚇。咁當年呢，就係一天主教呢同基督教新教，特別係馬丁路德之間嗰種嘅改教運動同埋衝突脫離出嚟呢，就係呢個因信稱義嘅教義。當年呢，佢高舉嘅就係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嚇，sola gratia 同埋 sola fide 嚇。所謂呢個呢，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就唔靠行為。我哋人咧可以直接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靠住耶穌基督嘅寶血，能夠咧進到
一個無罪嘅被赦免稱義嘅地位。咁呢點當然咧喺當時嗰個嘅爭論同埋嗰個嘅激烈嘅辯論裏邊咧，就產生咗一個好重要嘅，當時咧天主教一個反應，就開咗呢次叫做 Council of Trent 嚇，所謂天特會議嚇，喺 Trent 呢個地方咧開咗呢個天特會議。有天特會議咧就特別咧對呢一個因信稱義咧提出咗一啲好嚴厲嘅斥責。咁喺天特會議裏邊咧就係話咧，基督教所有教會佢相信因信稱義嘅咧，就係要受到咒詛嘅。當年咧佢曾經咁樣講，佢話天特會議裏邊曾經咁講，就話若有人說罪人唯獨因信稱義，意思是如要得着稱義的恩典，並不需要其他東西的合作，而他亦絲毫不需要憑自己意志的行動使自己作好準備和部署，讓他受到咒詛。另外一條24條亦都係咁講，若有人說所接受的義並不是透過好行為在神面前受到保存或增長，這些行為只是蒙恩稱義後果子的記號。即係話呢嗰個好行為唔係，如果有啲人認為好行為只係蒙恩之後嘅果子，而唔係將啲好行為看為呢係神稱義嗰個嘅，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嘅一環嘅話呢，而不會導致義嘅增長嘅話呢，讓他受到咒詛。咁啊好清楚一點一點嘅，即係指明信因信稱義嘅咒詛。如果唔相信行為喺稱義上邊有作用嘅，受咒詛。啊呢個呢係因信稱義嘅當年嘅好重要嘅背景。咁我哋就睇睇呢半個世紀以嚟有到咩嘅改變。一個戲劇性啲嘅突破呢，就係1957年呢，頭先我哋所講呢個神學家 Hans Küng 嚇，將佢喺羅馬呢個嘅一個神學院所寫嘅博士論文呢係出版呢，就產生咗一個好大嘅震撼。嗰本書就叫 Justification 因信稱義。呢個天主教嘅神學家呢，就比較天特會議嘅文獻同埋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係基督教新教嘅神學家叫 Karl Barth 巴特對於因信稱義嘅教訓。嗱，巴特咧喺個神學上邊喺基督教裏邊咧係可以話代表因信稱義最強烈最極端嘅一種，即係話唯獨因着信係直接喺神嗰度，係我哋人乜嘢都冇嘅嗰種咁樣嘅立場。咁所以呢 Hans Küng 咧攞呢兩個一個文獻同埋呢個人嘅教義嚟到比較，就喺呢個因信稱義落手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一方面好大膽，同埋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具體意義嚟喎。如果佢講得通咁嘅時候咧，即係話佢係重開400年嚟嗰個爭論嘅第二頁喎。所以 Hans Küng 咁犀利，所以佢寫呢個博士論文，佢一出嘅時候咧，大家係轟動。最轟動咧就係 Karl Barth 咧幫佢寫個序添，冇命。Karl Barth 話好嘢，佢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都要認錯，因為我鬧得天主教太多啦。咁哇，當堂嘩然。咁嘅時候即係話咧，呢個問題重新攞翻出嚟，就究竟400年前嗰種嘅論爭係咪意氣一啲？究竟大家坐低當時咧，你死我活，受咒詛或者被咒詛咒詛你，究竟背後大家係咪真係完全唔同咧？因為當時有個政治嘅背景已經鬥到咁嘅情況啦，唔落得台啦，大家。於是呢，就將一啲係本來冇咁嚴重嘅問題，將佢強化咗啦。咁跟住嗰段日子之後呢，好多天主教嘅學者呢，就開始呢對因信稱義呢個真理呢，就從頭呢再研究。記得我哋頭先講，加上聖經嘅普遍就被研究嘅時候呢，大家知道因信稱義嘅真理呢，根本就喺聖經裏邊嘅。而家20世紀嘅聖經學者睇聖經，同埋16世紀嘅天主教人士睇聖經當然唔同啦。咁當年佢根本冇乜機會睇，而家有晒參考書，有晒學術嘅研究，佢哋冇辦法㗎，逐句研究羅馬書同加拉太書嘅時候，佢點解嗰啲説話都解唔到嘅，佢解唔到咒詛出嚟㗎嘛，一句又一句咁。第3章講完一次，第4章又講，第5章又講，第6章又講，第7章又講，第8章又講，加拉太書又講，你點可以話受咒詛呢？所以你發覺好多學者咧睇來睇去就慢慢嘅時候咧，雖然冇馬丁路德嗰種咁嘅徹底嘅徹悟嘅，但係咧慢慢係收聲啦，開始。聖經係咁講嘛，你冇辦法有其他嘅解釋㗎。如果你有學術嘅話，咁於是慢慢嗰個立場咧喺神學界嗰度開始變，咁就開始咧
開始同呢一個嘅基督教嘅新教嘅學者咧，特別好多嘅基督教嘅宗派咧，尤其是從信義宗咧，慢慢多啲喺歐洲咧開始有呢個對話，話晒信義宗路德會喺歐洲裏邊，喺德國德語系裏邊都係一個大嘅國教啊。天主教喺梵蒂岡喺法國嚇，同佢喺埋隔離。咁啊，所以咧佢哋嗰個對話咧，好多時咧慢慢咧就產生咗喺啲對話裏邊咧，嗰個因信稱義個教義咧開始咧冇咁極端地兩極化，而且大家都知道咧，所謂咧16世紀個贖罪券嘅問題，當年咧一早已經消失晒啦。啊，所謂個好行為咧要重新被定義。當年嗰個行為當然就係贖罪券呢啲咁無聊嘅嘢啊。咁天主教而家佢已經本身亦都已經咧係否定咗呢個可能性，只不過當時一啲係政治上邊同埋教會啊，即係所謂貪污上邊嘅一啲嘅結果，呢個係污點嚟嘅。咁所以而家再攞翻出嚟嘅時候，已經唔再用嗰個嘅立場嚟去睇啦。大家從一個教義立場嚟睇嘅時候呢，因信稱義慢慢已經唔會再被視為異端同埋受咒詛。從一份呢1983年佢哋嘅天主教嘅文獻呢講出嚟，佢話：我們只有盼望，呢個天主教文獻咯，你聽住嚇。佢嗰度話呢，我們只有盼望得到稱義和救恩，完全有賴基督耶穌和福音。當中宣叫了神在基督裏憐憫人之舉和好消息。我們最終所信賴的，不外乎神嘅應許同埋基督嘅救贖。喺度講到稱義同埋救恩裏邊冇一句提到行為。咁呢個呢，其實呢，喺佢嗰個立場上邊已經係非常之大嘅改變啦，非常之大嘅改變。咁如果你話喺福音派嘅回應裏邊應該點睇呢？咁我哋相信因信稱義，即係話因着信神嘅恩典同埋耶穌基督白白嘅救恩一方面，同埋喺救恩嘅歷程當中，人要作出佢嘅決定同埋抉擇，呢兩者呢已經好難喺神學上邊呢係完全嘅將佢極化成為一。一方面人冇辦法透過佢嘅行為，透過個選擇可以得到恩典，因為如果根本神冇設立呢個恩典嘅話，你無論幾誠心，你都係枉然。但另外一方面，神學家亦都俾我哋睇見神設立咗呢個恩典，設立個救恩，耶穌喺十字架已經完成晒所有嘢嘅人，唔需要再加添任何嘢。不過你都要先得㗎。啊，呢個呢，我哋喺人神之祭已經討論過，我哋唔詳細討論啦。你點都要先呢？我話決定唔要，咁你決定唔要嘅時候呢，神亦都冇辦法俾到你。咁當然呢個同加爾文嗰種嘅所謂呢係 irresistible grace 係唔同啦。呢個我自己嘅立場我都講得好清楚。咁嘅時候你要都係一個行動嚟嘅，呢個唔係一個行為，都係一個行動，一個 action 嚟嘅，一個 action of faith， 一個信心嘅行動嚟嘅。而呢個行動本身啊係一個好強烈嘅行動添。你當你決志嗰時候，嗰下舉手嗰下，即係一個好成個生命震撼嘅去投入嘅。所以耶穌講到話我哋呢係進天國係要乜嘢？係用努力進天國。努力嘅意思呢，喺原文嘅意思就係好似呢用到全身嘅摔角嘅時候呢，用嗰個字眼呢就係全身嘅力量啊，將佢同對方扭打嗰種嘅力量。咁呢種係一種嘅行動，我哋唔可以話係一種行為，甚至唔係一種功德，但係一個行動。如果咁睇嘅時候，我哋呢，或者我哋可以稍為指識呢雙方呢種呢喺歷史上邊呢係可能話喺16世紀極化咗啊，係極端化咗嘅爭論。到而家嚟講呢種爭論呢已經係減弱，起碼呢喺嗰個立場上面，我哋唔應該將呢一點看為我哋同天主教最大嘅分別。如果係咁嘅時候呢，係唔識得天主教，天主教根本冇咁樣講過，已經唔係咁睇法。咁所以呢，從呢個角度嚟講呢，我哋呢就進到去另外一樣呢，就係話，直到不過有一點喺官方嘅裏邊，喺官方嘅立場上面，到而家天主教仍然未修訂呢個天特會議嗰個咒詛嘅條文。咁可能呢個係佢自己 corner 咗佢自己，所以自己限死自己。佢話佢自己冇錯噶嘛，咁話自己冇錯點改得啫？所以佢自己克死咗自己。呢個教義頭先就講啦，即係佢自己教廷無誤，即係教宗無誤，同埋呢個教宗令諭無誤嗰樣嘢克死咗佢自己，所以佢改唔到。可能佢想改嘅，不過改唔到。咁嘅時候咧，所以咧，我哋就話喺某一個喺一個意義上邊仍然未改之前，我哋都即係話你冇覺得呢句説話錯啦？
你唔收翻呢個咒詛嘅時候咧，喺我哋同天主教之間仍然有個障礙，係咪先？直到你收咗呢一個咒詛個句條嘅時候咧，因為你係鬧我哋噶嘛，即係你鬧完而家話，我都係唔係咁睇㗎。不過你仲係冇講話，冇公開話唔係咧，咁我當你係噶嘛。好抱歉嚇，你唔話唔係，咁我仍然都要話，即係我仍然係受咒詛嘅。咁我帶住個受咒詛嘅心態嚟到同你傾偈嘅時候咧，總係有啲障礙，嚇。咁不過咧，喺個人嘅層次嗰裏邊咧，我哋要好小心，即係話咧，我哋要留意，我哋喺個信仰即係得救嘅恩典上邊咧，我哋絕對仍然係高舉神嘅恩典。當然我哋話咧，我哋唔否認我哋嘅抉擇本身咧有佢嗰個意義在內，但係我哋絕對唔等於我哋話好似傳統天主教講要靠功德，我哋唔靠功德嘅，即係話咧，我哋人一切嘅努力絕對冇辦法可以換取神嘅救恩。神嘅救恩已經完成晒噶啦，耶穌已經喺十字架上面完成咗呢個救恩噶啦，佢冇嘢再增添噶啦，你做咗幾多幾少冇分別嘅，我哋冇辦法用我哋功德嘅多少去換取呢一個嘅救恩，不過我哋用我哋信心去接受神已經成全咗嘅救恩，所以好清楚吓，一切我哋人嘅努力，神所計算嘅就係我哋得救之後我哋成聖嘅路，咁嗰個咧我哋就要努力去對付自己，做一個新人，讓新生命成長。咁呢啲呢，就係得救之後嘅成聖嘅路，而唔係得救嘅條件。搞得好清楚。第六，聖禮。聖禮當然佢個背景呢，喺牽涉到呢天主教裏邊呢個7個嘅聖禮。咁呢7個嘅聖禮呢，我哋唔詳細咧慢慢講吓。咁咧就其中呢，當然係最主要嘅核心嘅關鍵呢，係在於啲聖禮裏邊，特別係呢個彌撒同埋聖餐嗰種嘅變質說嚇。我哋呢係呢一個神學課程都講過噶啦，所謂 transubstantiation 變質說呢，嗰個最重要嘅觀念呢，就係話，當神父代表耶穌為咗呢一啲嘅餅同埋酒祝禱咗之後獻祭嘅時候，呢個係第一即係再獻祭嘅功勞嚟嘅。所以呢，耶穌基督個獻祭呢，透過呢個神父嘅獻祭呢，就完成持續落嚟。咁所以呢，耶穌係直接透過呢個主禮嘅神父有啲稱佢為另外一個基督嘅行動呢，使到呢一個嘅餅同呢個杯呢啲 material 呢啲嘅物質呢，係有實質上嘅變化。我都以前都解過個實質變化唔等於佢個味覺或者各方面變化，佢仍然係酒，仍然係餅。不過喺神嘅眼中，佢已經變咗噶啦。即係話呢樣嘢呢，即係有咗另外一個顏色或者發光嘅咁總言之，咁嗰樣嘢本身有佢嗰個嘅即係 intrinsic power， 一個內在嘅力量喺度。嗰個內在力量呢，就唔在乎邊個人用咩態度要佢，終於要到佢嘅時候，嗰個就產生嘅力量噶啦。咁所以話呢，甚至佢哋嘅認為，即使個接受者冇用信心接受呢，呢個聖禮仍然有個具體嘅功效，因為佢本身有個實質嘅內在嘅力量喺度，所以佢攞咗翻去俾個細路食，個細路根本蒙查查都唔知係乜嘢，都有嗰個力量喺度。呢個就同基督教嗰個嘅聖禮係好唔同啊！基督教聖禮係在乎我哋嘅信心同神嘅恩典配合，透過我哋嘅具體行動嘅表達而成嘅。所以個重點係我哋嘅信心，我哋嘅信心係耶穌基督成就嘅嘢。嗰個餅本身並冇一個即係內在嘅超然力喺度嘅。所以呢一個呢個重點係好唔同。所以呢天主教嗰個嘅彌撒呢個聖禮呢，佢哋嘅觀念呢係喺個彌撒嘅過程裏邊係再一次嘅獻祭，係延續耶穌基督嗰種嘅犧牲。所以呢 continue the sacrifice of Calvary 呢個同埋我哋嘅崇拜唔同嘅噃，留意喎。我哋崇拜甚至我哋聖餐，我哋聖餐係紀念耶穌基督，耶穌已經完成晒噶啦。不過我哋而家紀念佢，再一次提醒我哋，挑起我哋同耶穌基督嗰個關係嘅反省同埋重建。但係呢一個呢彌撒呢，就係持續耶穌基督嗰個嘅獻祭，所以呢本身呢係未完成嘅，喺度繼續完成緊。咁嗰個觀念呢係同基督教呢係好唔同嘅。咁我哋睇睇近呢半個世紀嗰啲嘅改變究竟係點樣呢？嗱，喺
20世紀開始咧，天主教實在有對呢個聖禮有好大嘅改變。如果你話佢對聖經嘅改變咧係重要嘅話咧，第二咧對聖禮嗰個立場上邊嘅轉變咧，亦都非常之係戲劇性。喺呢個世紀初嘅時候咧，天主教裏邊內部咧係開始展開咗我哋所謂咧嘅 liturgical renewal movement 嚇，係禮儀更新嘅運動。咁呢個禮儀更新嘅運動咧，就重新咧係讓會眾咧有機會咧係有意識地、主動地、投入地參與呢一個嘅禮儀。咁好多個改變，大家知道啦。早期嘅仲係用拉丁文嘅，所謂望彌撒啦，望佢嘅啫嘛，係嘛？即係我哋唔使做嘅，入到去都唔知佢做乜，巴拉巴拉咁講又唔明佢講乜嚇，咁佢做完，咁佢就代替你做咗啦。咁你個參與程度好低嘅。咁後來咧已經慢慢咧就用咗咧唔用呢一個拉丁文啦，係用本地嘅語言啦，譬如用廣東話，你聽得明白噶啦。咁嗰個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喺一個聖禮上邊咧加增咗參與嘅人嗰種嘅角色，同埋佢個信心喺度啊。咁甚至咧，我哋可以話咧，連嗰個彌撒嗰個嘅禮儀咧，喺好多嘅天主教嘅唔同嘅地區裏邊嘅實踐咧，都慢慢，甚至好接近福音信仰嗰種嘅崇拜，而嗰種嘅獻祭意識係減低。嗱呢度咧就係、你記得咧，我哋喺講到呢一個嘅聖禮佢裏邊咧有兩個唔同嘅立場嘅睇法啦。一個咧就聖禮係一個表記 sign 嚟嘅，嗰樣嘢本身完全同嗰個所要紀念嗰個嘅內涵冇關係嘅。不過咧係透過一啲嘅即係儀式，讓我哋咧係記得提醒我哋耶穌基督為我哋做過。呢個咧係基督教裏邊入邊係即係慈運理嘅，或者係嗰啲嘅獨立教派裏邊咧係特別咧係傾向嘅。咁天主教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所謂 instrumental 嘅，即係話咧係嗰個嘅餅嗰個嘅杯，就係本身成為神嗰個施恩同埋臨在嘅器具嚟嘅。嗰個就係神喺嗰度噶啦，神嘅能力就與嗰度同在噶啦。咁呢個天主教，我相信咧呢個嘅所謂嘅禮儀更新運動咧，慢慢走向中間路線啊。中間路線咧就係我哋曾經亦都係提過咧，嗰所謂咧將呢一種嘅獻祭作為一種嘅 symbol 象徵，即係 symbol 咧唔係純粹完全無啦更嘅一啲咁樣嘅可有可無或者係同嗰個本質完全無關嘅動作。symbol 亦都唔係等於話嗰件事嗰個餅就實質地咧有咗個超然嘅臨在。symbol 係代表咧嗰個餅好似嗰啲國旗，我成日講過 symbol 就係呢個國旗啊，我哋結婚嘅戒指啊咁樣，即係佢嗰個內涵本身。當然呢個戒指唔等於婚姻，但係呢個戒指每次戴喺你手裏邊嘅時候咧，就將到你成個嗰個婚姻嗰個嘅委身嗰個聖約嗰種嘅神聖同埋嗰個嘅關係嘅規範力都代表晒出嚟。咁所以呢個咧係多過一個嘅 sign 一個記號，亦都咧本身並唔係一個 instrument， 係咪啊？唔好你戴咗戒指你就一路係結婚，你戴咗戒指嘅時候都會離婚嘅。離婚嘅就除戒指啦，嗰陣時係嘛？即係戴戒指唔幫助你婚姻好嘅，婚姻好重要，你兩個人嗰個嘅互相嘅投入同埋大家互相嘅栽培個感情。咁所以咧嗰個 symbol 咧就係差唔多可以話咧係喺兩者中間做一個嘅緩衝啊。咁所以咧你睇見咧喺近代嘅天主教嘅聖禮裏邊嗰種嘅獻祭意義咧開始減弱，而呢種 symbol 嘅意識咧係越嚟越係增加嘅，呢個象徵意義係增加。咁加上近年嚟咧呢個嘅拉丁美洲嘅解放神學嘅天主教，同埋咧喺好多嘅地方所產生咗嘅靈恩運動嘅天主教咧，就更加喺佢嘅崇拜嘅裏邊咧，將聖禮咧就睇成一位嗰啲我叫 speech exercise 一個咧象徵性嘅行動語言，本身就唔係一個獻祭啦，就係透過一個嘅行動嚟到表達係耶穌基督與佢同在嗰個意義。咁本身咧就唔係話咧耶穌基督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再被獻祭，冇呢個意思啦，已經俾非常之咧係擺脫咗佢嘅啦。咁如果係嘅話，咁福音派點睇呢？咁我哋首先呢，就係要澄清啦。喺我哋福音派嘅立場裏邊嚟講，我哋唔能夠接受任何聖禮係所謂再獻祭啊，或者神職人員可以代替呢個即係耶穌基督嚟到做獻祭嘅禮儀，因為我哋按照希伯來書所講，呢個大祭司一次過
係進入至聖所，佢已經完成咗永遠有效嘅祭。所以耶穌基督嗰個祭已經完成咗噶啦。以後我哋人類冇一個人有資格話我而家代表耶穌再嚟獻祭，冇資格，因為我哋唔需要大祭司。亦都冇一個人夠膽話呢，我而家延續耶穌嘅獻祭，因為耶穌已經完成咗有效嘅，唔使你再加落去。呢個係新約同埋舊約嘅分別，大家知道希伯來書講得好清楚。舊約獻嚟獻去，到新約嘅時候一次過，耶穌就完成晒呢個，唔需要再獻祭。咁所以從呢個立場嚟講呢，我哋係冇辦法接受天主教裏邊傳統所講嘅彌撒嗰個再獻祭嘅觀念，除非佢否定咗呢個觀念。咁我哋就可以覺得呢個彌撒呢，同我哋嘅信仰嗰個嘅福音派信仰嘅崇拜冇乜分別。咁又唔係喎，仲揈來揈去咁嘢，咁呢冇乜所謂啦嚇，即係搞呢樣搞嗰樣，咁呢個係唔同嘅傳統啫。你聖公會裏邊都揈得香噶啦嚇，咁啊香本身係冇乜錯噶嚇。咁啊有好多禮又要跪啊要企啊，咁你唔慣啫係嘛？又讀下啲嘢，咁你唔慣啫。咁啊正如你一路咁唱詩，一路咁樣飲啊，咁亂咁飲，都係有好多人唔慣啦，係嘛？啊！有啲人見到你飲唔晒啲嘢，我哋成日講係咪？飲唔晒嗰啲葡萄汁落去潑，咁潑咗落去嗰個星盤嘅時候，覺得好肉痛。咁啊，你唔慣啫。啊，佢覺得呢啲係葡萄汁嚟啫嘛，祈願土有咩分別啫？咁佢覺得哇，呢耶穌嘅血嚟㗎咁。咁當然嗰個心情又唔同嚇。咁所以呢，呢啲係習慣嘅問題，但係喺個教義上邊最核心嘅問題上面，如果佢放棄咗呢一種獻祭嘅神學，又將佢成為一種嘅敬拜嘅神學嘅話呢，正如好多而家咧天主教嘅靈恩運動嘅教派，或者一啲比較咧係開放嘅天主教崇拜嘅立場咧，佢已經係差唔多咧轉成咁嘅話，甚至咧好多喺佢哋自己圈內咧，我哋認識好多嘅人士咧喺天主教圈內，佢哋自己圈內人士咧都覺得嗰種咁樣嘅彌撒嘅獻祭嘅觀念已經係過時嘅。如果佢哋咁睇嘅時候咧，我哋話我哋好小心咁講，就係如果佢呢一個嘅天主教某一個禮儀，佢能夠公開肯定話放棄咗呢獻祭嘅觀念，咁而呢又有機會讓到參與嘅新教嘅基督教徒、福音派嘅教徒同佢一齊有呢個嘅禮儀嘅關係，即係一齊共同參與禮儀嘅時候，讓其他弟兄姊妹呢有足夠嘅時間同埋理解，唔會誤解嘅情況底下呢，我覺得喺神學上邊呢，我哋同佢一齊參與其中並冇問題。嗱，呢個好大膽嘅講法，不過一定要好清楚。第一，我要牽涉到神學上邊，佢係放棄咗呢個獻祭嘅觀念、信仰。所以呢個行動方面喺神上邊係接納。第二，我要考慮到其他唔明白嘅基督徒所產生嘅誤解。如果我哋能夠解決呢兩個問題，我哋喺個聖禮上邊同佢一齊擘餅，呢個唔冇問題。或者私下能夠大家認識嘅、了解嘅，搞清楚係啦，你唔係咁睇啊，我都唔係咁睇。好啦，咁一齊擘餅，我覺得亦都係可以被接受。好啦，第七，靈修學。天主教嘅靈修學嘅背景係天主教一直呢喺個靈修學裏邊呢，由初期嘅教父或者係沙漠嘅教父，一直到而家，佢靈修學裏邊都非常之強調喺經驗上邊，特別係一種神秘嘅體驗上邊呢係探索啊。咁所以呢，再加上一路以嚟呢，喺中世紀，尤其是呢個靈修學最高峰嘅時間呢，亦都係天主教會裏邊對於聖經閱讀得最少嘅時間，所以自然而然呢會產生咗一種嘅情況，雖然唔一定，但係咧我哋咧要睇見一種情況咧，佢哋對聖經咧嘅引用咧，當然都好多時會有，但係集中喺少數嘅經文上邊，唔係一個全面聖經神學上邊嘅引用，同埋佢哋引用嘅時候，好多時候咧係附一種寓意化嘅 allegorization， 譬如最雜用嘅，我大家都可能知道啦，用雅歌，完全係將佢咧係寓意化作為咧，即係信徒同埋耶穌基督嗰種係一種嘅神秘嘅浪漫感情之間嘅關係。佢好中意用到摩西嘅經驗，因為摩西喺黑暗當中喺會幕裏邊同神咧面對面，面上發光，咁佢就用呢一種咁樣嘅摩西嘅經驗咧，就作為一種好神秘嘅描述佢自己嘅經驗。咁其實咧，聖經係咪咁講呢？唔一定係咁講，所以佢用聖經用得少。第二，用嘅時候呢，並唔係咧以聖經做一個參考，而係運用聖經咧作為一種嘅寓意，所謂咧
係我哋中國人咧，如果詩經嚟講，賦比興係屬於興嗰種嘅啫，明唔明啊？係咧，即係引起一種嘅講一樣嘢，引起一種嘅感觸，講起另外一樣嘢。所以你引唔引聖經咧，其實就冇乜關係嘅，主要都係講嗰個人嘅內心嘅經驗嘅描述。咁啊，所以有時咧講下嘅時候咧，嗰啲靈修體驗咧就偏離咗聖經嘅教義，都唔發覺。譬如中世紀亦都好多唔少嘅靈修學者咧，佢哋所寫嘅嘢咧已經偏離咗，信有一種好神秘嘅主義，同埋一種可能柏拉圖嘅思想，譬如 Meister Eckhart 啊呢啲嘅作品裏邊講到宇宙一為一啊，各方面人與宇宙同一啊，完全咧消失自己啊嚇，宇宙萬物都係神自己啊，一棵樹一棵花啊，都係神自己啊，冇分別啊，嗰種咧有一種危險性喺度啦，因為聖經咧已經係冇咁講，咁所以咧我哋話咧有佢個偏差嘅危險性喺度。咁我哋再睇下呢半個世紀以嚟呢，係天主教嘅靈修學有咩新嘅改變呢？咁我自己嗰個了解呢，其實呢一段呢就係即係嗰個嘅世界福音團契冇講噶啦，我自己講嘅呢啲嚇。咁呢個真係自己講嘅啫嚇，因為嗰度冇講到呢樣。但係我覺得如果講到天主教嘅關係，我哋唔能夠唔講埋靈修學啊。咁啊呢個呢半個世紀我自己睇見呢，就係有幾個特別嘅發展。第一，靈修學咧走出修院，因為以前咧成個傳統裏邊靈修學主要嘅追尋者咧都係喺修院裏邊嗰啲嘅修士，所以你睇見好多靈修作品冚唪唥嗰啲作家咧，嗰啲靈修作家咧冚唪唥都係喺某一個所謂咧係即係 order 裏邊，喺某一個嘅係修團裏邊嚇，或者佢係 Carmelite 啊，或者係灰衣會啊、聖衣會啊，或者係咧耶穌會啊嚇，冚唪唥呢都係佢哋修士嚟嘅，即係佢哋係修女，佢哋係修士，佢哋本身咧係一個神職嘅人員。咁一般平信徒其實咧就喺呢啲嘅靈修上邊咧並冇佢哋嗰種嘅深度，因為佢有全時間嚟到咧追尋呢一種咁嘅經驗。咁但係近呢半個世紀咧，我哋相信咧靈修學咧真係走出咗修院嚇，結合現代嘅社會啦，譬如 Thomas Merton 啊，或者比較近代啲嘅係即係Adrian Van Kaam 或者係咧係甚至 Henry Nouwen 啊呢啲咧，已經將到咧呢個靈修嘅實踐咧係結合咗即係現代嘅社會，一個高度現代化嘅社會，究竟點樣可以喺所謂咧係 contemplation in action 嚇，即係話咧係好似 Merton 所講嘅，點樣可以喺一個行動社會行動嘅裏邊，仍然保持嗰種同神默契嘅即係禱告生活咧咁樣。咁呢種嘅努力咧係第一方面嘅努力。第二咧就佢嘅靈修學咧係大量嘅咧盡力咧去結合咗心理同埋輔導方面嘅研究啊，尤其是透過呢個心理分析嘅研究，同埋咧好多嘅心理學上邊嘅心理治療啊，配合埋輔導嗰方面嘅研究咧，產生咗係好重要嘅進一步嘅發展嚇。喺個靈修嘅體會嘅裏邊，或者咧係我哋通常而家我哋稱為 spiritual direction 嚇，喺呢個嘅所謂屬靈嘅指導一對一，係透過一個輔導加上靈命嘅指點咧，係產生咗呢一種新嘅方向嘅發展。咁啊第三咧就係靈修學咧係參考咗其他，尤其是咧吸收咗東方日本嘅禪印度嘅冥想啊，同埋咧係中國嘅莊子道家嘅思想呢一類嘅東方嘅文化宗教傳統咧嘅修練方式咧，係等咗入去佢哋嘅靈修學嘅裏邊。咁啊，第四個嘅結論咧，亦都係可以話係咧，就係同第一個好接近嘅，就係話咧，佢既然走出修院咧，所以靈修學咧由好小撮嘅修道者嘅專利咧，成為咧信眾嘅靈修運動啦。我哋事實上咧，你就喺天主教嘅書局裏邊所睇到嘅書嘅普及性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喺天主教一般嘅天主教徒啊，本身佢已經比較半個世紀前咧更加容易得到呢天主教呢啲嘅作品，而佢出得咁多，而且可以賣嘅話咧，即係表示佢有一定嘅讀者，即係一般嘅天主教徒佢對於呢個靈修嗰個嘅興趣增加咗，佢對呢啲靈修嘅參考嘅機會亦都多咗，呢個作品好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呢種咧係對於呢個所謂靈修嘅運動咧，係喺天主教裏邊咧展開咗，由走出修院到靈修運動啊，呢個咧係我睇見大概呢四個主要嘅發展喺呢半個世紀嘅裏邊。咁啊，究竟福音派
喺呢方面嘅立場係點呢？咁福音派呢方面嘅立場呢，我就呢想提出呢有5個嘅重點，5個嘅重點。第一，我就覺得對於靈修運動嘅普遍化，即係令到咧信徒咧更多嘅信徒係嚮往同神建立呢種嘅深切嘅經驗關係呢，我哋覺得應該表示係歡迎嘅。無論如何，信徒有更多嘅嚮往，更多嘅嘗試同神建立一種更密切嘅、更深切嘅情嘅關係，我相信呢，我哋應該係表示歡迎嘅。並且我哋作為新教喺隔離睇見嘅時候呢，我哋都自己反省一下，究竟喺我哋嘅教會裏邊，我哋自己嘅信徒有冇呢一種咁樣嘅普遍對神嗰種嘅經驗上邊嘅接觸嘅嚮往呢？因為我哋咧仍然係停留喺一個嘅係好表面，同埋咧好我哋話係好僵化嘅一種嘅口上邊所講嘅信仰嘅教導咧咁。咁呢個呢，我哋值得我哋自己反省。第二，天主教嘅靈修學呢，好着重具體靈修實踐嘅描述，即係佢講好多 how 嘅。有冇留意啊？你睇天主教嘅靈修書同埋基督教嘅靈修書呢，基督教靈修書講好多 why 嘅同埋 what 嘅。what 就係引用聖經， why 就係點解你要靈修，由頭到尾講咩好緊要嘅靈修。但係到睇完，咦，冇講點做啊？咁講嘅時候咧，都係2-3句帶過。到你實踐嘅時候，發生有好多個問題，嗰度冇講到俾你聽。佢係講到大原則嘅。基督教嗰個靈修係講到大原則，好多個命令。但係呢，我哋認為呢，有助於信徒更加容易或者直接去體驗同神嘅感情上嘅接觸嘅，應該唔單止講 why 同埋 what， 我哋仲要講 how 嘅。我哋唔可以唔講 how。咁呢點呢，我哋覺得呢，天主教佢能夠做嘅呢，係值得我哋留意。第三，同樣就係因為天主教好中意講嗰個具體嘅描述，點樣做嘅時候呢，佢哋嗰個重點呢，我哋開始有啲擔心天主教靈修學呢會過分擺重經驗層次嘅探討。正如一路中世紀以嚟都有咁嘅困難，佢經驗層次嘅探討永遠係佢嘅大前提，由聖經係配合佢咁講嘅啫，佢而唔係呢用聖經呢係指導佢呢個嘅靈修嗰個嘅嘗試同埋實踐。而唔能夠重視聖經個啟示嘅教義呢，會比較好容易引致喺經驗探索方面嘅偏差。而係可惜，我發覺呢近年呢個靈修運動嘅興起並冇明顯嘅加增咗佢哋對聖經運用喺靈修上邊嘅重視。嗱，呢點呢我擔心嘅，因為呢如果咁嘅時候呢，表示呢佢越多方法去靈修嘅時候呢，以後呢佢對聖經嗰種嘅重視呢並冇相應地增加呢，咁即係話佢個偏差嘅危險會好大，偏差危險會好大。咁即係話呢，每逢經驗上得佢就試，咁嘅事可能咧好多時會有出問題。嗱，好多時我哋都聽見有啲人佢嘗試新嘅方法出問題，好多時係天主教出嚟先，有啲神父啲修女自己出問題。我唔知啊，我翻嚟先聽見，譬如有啲咩人電學啊嗰啲嘅問題係嘛？咁呢就我唔知，我唔敢評論，因為我冇嗰個詳細嘅資料。但好多時候呢，因為佢太過着重敲啦，太過着重點做，於是咧一聽見有啲新嘅方法，佢就去試嘅時候呢，佢都未諗究竟呢種嘅方法聖經點講啊？佢冇問即係聖經究竟即係有冇同聖經嘅衝突呢？會唔會咁嘅方法會接觸到邪靈呢？佢就去試，於是呢，咁快完全敞開，你大家知道咧經驗層次都好容易啦，就係你要先放開自己，放下自己嘅理性嘅反省，然後先投入經驗嘅。一放下理性反省，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聖經基礎嘅話呢，你好容易投入咗而失去咗自己嘅控制嘅時候呢，咁就會產生偏差。呢個係天主教我嘅靈修學裏邊，我有啲擔心嘅地方。所以聖經嗰個嘅重要性呢，應該喺度重新再提翻出嚟。第四，佢哋大量運用現代嘅心理學輔導，甚至呢用呢個政治社會嘅經驗呢，喺靈修學上邊呢，我覺得喺理論上邊並冇不妥。即係話，如果我哋話喂，呢樣咁嘅靈修方法，聖經冇講㗎喎，呢句說話本身唔能夠成為一個理由話佢唔可以，除非我哋聖經揾到有一個原因，或者一個經文或者一個地方教義話呢種嘅做法係同聖經違背嘅。因為聖經冇講嘅嘢唔係等於唔應該做，
聖經都冇叫我哋佈道會要用咪噶嘛，係咪先？咁我哋用咪？聖經都冇話明俾我哋聽啦，我哋祈禱嘅時候眯埋眼合埋手噶嘛？點解啊？因為幫助我哋安靜啲。聖經冇教我哋同神相處嘅靈修嘅時候咧，要咧即係盡量擺脫唔好咁嘈啊，心情係要平靜啊，要咧用最精神嘅時間啦。呢啲我哋個個都知㗎啦，個個都接受啦，呢啲冇錯啦啩？聖經有冇講？聖經都冇講。不過我哋自己知道，只要能夠幫助我哋同神相交得更好嘅，其實我哋呢啲咁嘅做法咧，都係心理嘅做法嚟㗎喎。點解你唔去街市企喺度靈修啫？你話冇打擾咁咪容易咁，你咪用咗心理咯。點解你用咪啫？耶穌當然講道夠冇用咪啦，咁你而家用咪合唔合乎聖經咧？咁我只係話聖經冇講，聖經冇講係可以用嘅。只要佢用起上嚟，你留心佢用嘅情況所達到嘅效果係同聖經嘅教訓係冇衝突。如果能夠更加幫助你同神有更深同埋合乎聖經嘅相交嘅話，呢啲都可以用，呢啲都可以用，大家明意思嘛？咁嘅時候咧，呢個咧意義上面另一方面唔係表示咧我哋用我哋行為嚟到將神咧拉落嚟，逼神咧同我哋相處，唔係呢個觀念啱啱係相反，就係話咧神同我哋嘅相處，神對我哋講嘅說話，我哋點先聽到咧？我哋時時都講喺靈修裏邊，嗰個比喻就好似一個電台，佢不斷已經有音波出噶啦。不過我哋嘅問題，我哋收唔到，我哋收唔到嘅時候，我哋心機梗係有問題啦。我哋聽唔到神要講嘅說話，睇唔到神嘅旨意嘅時候，其實神好想我哋知道佢旨意，神好想我哋聽到佢同我哋所講嘅說話。因為我哋成日都接收唔到咧，個問題梗係我哋呢個接收器出問題，或者我哋 tune 唔到，或者我哋冇電，又或者根本個電容器爛咗，所以好多雜音。咁嘅時候咧，我哋嘅努力咧係咩嘢咧？我哋努力就係維修呢個收音機。當我哋維修得清楚啦，校啱調頻啦，咁就聽到成個說話咯。所以我哋嘅努力就係維修呢個收音機，我哋嘅努力唔係等於我哋係改變嗰個電台要講嘅嘢，你明唔明分別嗎？所以我哋靈修裏邊係可以用多啲功夫去操練嘅，操練令到我哋成為一個更加好嘅接收器。咁嘅時候，我哋接收神嘅恩典，呢個並冇同神嘅恩典衝突，呢個並冇同神嘅恩典衝突，呢個亦都唔係靠行為嚟到令到神同我哋相交得更好。所以嗱，搞清楚呢一種咁樣嘅分別嘅關係。第五，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天主教靈修學咧喺近呢半個世紀嚟咧，係過分嘅運用其他宗教經驗修煉嘅方法，或者用其他宗教嘅祈禱文作為佢嘅祈禱文咧，我有啲擔心。呢個當然有佢背景，即係天主教咧喺梵二之後咧，對於呢一個嘅其他嘅宗教有一種嘅好開放嘅，甚至傾向一種嘅普救論嘅立場。所以咧，有時你話梵蒂岡第二會議咧，就將基督教再稱佢為弟兄，咁啊好高興啦。咁其實咧睇清楚下咧，佢傾所有宗教嗰啲都係弟兄，咁你又唔係好樂觀啦？原來係咁解，即係人都得嘅，即係所謂嘅 anonymous Christian。即係話咧，嗰啲佢自己都唔知其實係嘅基督徒，或者係 hidden Christ in 呢個 Hinduism，即係話咧喺印度教裏邊咧，我哋冇發現到其實係耶穌嘅隱藏咗嘅耶穌喺嗰度嘅時候，變咗佢嗰個信仰上面嘅多元化到個地步咧，係令我哋咧係亦都影響咗佢靈修學裏邊咧係隨便嘅用好多嘅唔同嘅宗教嘅修養方法咧，成為佢同神嘅相交，因為佢哋相信嗰啲唔同嘅宗教嘅人士，佢都可以同神有嗰個相交。咁喺呢個神學立場上同埋實踐上邊咧，我擔心，有啲擔心。當然，如果有啲嘅修養嘅方法純粹係生理同埋心理性嘅，即係同宗教冇涉及嘅，唔緊要，明嘛？譬如話你要學習點樣去即係放低你自己嘅情緒安靜嚟到接受神嘅話語，令你自己冇咁多雜念，咁有咁多方法嘅。咁你東方有啲嘅即係宗教嘅傳統裏邊都有啲方法教我哋，不過嗰啲係純粹係一種嘅所謂 exercise 嚟嘅啫，係一種嘅練習嚟嘅，係一種嘅心理生理變化嘅練習。咁呢個冇壞，呢個純粹係中性嘅，即係我哋用嗰個嘅呢種嘅冇呢個唔係一個問題。但係我哋好小心，如果呢啲咁樣嘅方法，呢個尤其係祈禱文啊，佢牽涉到有宗教嘅內涵嘅時候呢，我自己有擔心，並且我自己個人呢係覺得神唔會喜悅嘅。你用咗個印度教嘅祈禱文，可能佢嘅內容神學上冇乜錯，
但係用咗個印度教嘅祈禱文同神講嘢嘅時候，究竟神會點樣覺得呢？我情願你用一個你自己從心底裏邊講出嚟嘅祈禱文，好過用嗰個。嗱，呢個唔係一個排他性嘅問題，而係我覺得喺神嘅眼中，如果我睇翻舊約睇翻新約，神係真係有嗰種嘅嫉妒性喺度。嗰種嫉妒唔係神小氣，而係神話天地萬物裏邊唯有我係。任何一個行動幫助其他信仰，或者令到其他信仰更加多人接受或者高舉，而唔係相信神嘅話，呢個都係神所唔喜悅嘅，唔喜悅嘅。嗱，咁講嘅時候，我都幾緊要嘅喎。咁講嘅時候，即係有時德蘭修女嘅作品呢，佢都引用一啲即係印度教嘅祈禱文作為禱告呢。我自己喺呢點我落唔到，我自己跟唔到，我自己良心唔安樂。可能有啲人良心安樂就算數啦，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安樂，我唔可以跟佢咁祈，我唔可以跟佢咁祈。咁所以呢，我就相信呢，就要係非常之嘅小心喺呢方面。咁呢個呢，就係我對於呢就喺福音派立場呢，對天主教靈修學呢，即係比較明確嘅落呢5個判斷啦嚇。我好多地方呢度講啲，呢度講啲，而家你要問我就係5點啊，就係呢5點。咁呢5點呢，有正有反，我希望呢，即係大家真係能夠了解。不過你唔好走住，俾多我4分鐘、5分鐘到，好嘛？咁我作為一個簡單嘅總結，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咁啊，今晚咧冇辦法答你嘅問題，不過我下一次咧就好嘅答你嘅問題，好嗎？咁然後我下一次咧就會補充係講到呢個嘅天使啊、邪靈啊、撒旦啊呢啲嘅問題。我想有幾點嘅總結。第一，我哋要接受一個事實，喺呢半個世紀現今嘅天主教同埋16世紀嘅天主教係已經係唔同咗嘅天主教。有好多嘢佢仍然持續，佢頭先我一點一點喺度講，有啲嘢係已經改咗。所以我哋今日同天主教之間嗰個嘅關鍵嘅問題，唔應該淨係單單停留喺因信稱義呢一個教義嘅爭論嘅問題上邊，反而我自己覺得較為擔心嘅天主教嘅呢，就係佢嗰種教皇同埋佢嗰種嘅政治性係越嚟越緊守保守佢哋嗰個嘅教皇權力嗰種權威。另外佢哋呢走向呢一種嘅即係普世得救呢種嘅普救論，即係走向呢種神學上邊嘅新派嘅普救論，同埋對於各種不同嘅宗教過分接受同埋欣賞，呢3點呢，反而可能係天主教最危險嘅地方。天主教最危險嘅地方，比較其因信稱義嚟講嘅危險得多呢3點，我哋要小心呢樣嘢。咁啊，第二呢，我哋都要接受一個事實。而家雖然係天主教係一個嘅教會，但係實質上佢個表現裏邊呢，已經係好多元性。拉丁美洲嘅即係解放神學嘅天主教會，靈恩運動嘅天主教會，同埋佢自己教廷之間本身意見都唔一定相同。再唔好加上佢嗰啲天主教裏邊嘅學者有各種不同嘅立場同埋見解，同埋對教廷嘅挑戰。所以呢，喺嗰個文獻裏邊有一段呢，我都想咁樣讀出嚟。佢就話呢，我們承認今天嘅天主教並不是一個單元式嘅團體，而其成員嘅流行宗教形態呢，與他對自己嘅教條詳盡嘅神學解釋，這兩者之間有明顯嘅分別。即係話呢，佢嗰個嘅實質嘅宗教情況同埋嗰個梵蒂岡嘅教條兩者之間係有個差距嘅，唔係梵蒂岡咁講就一定嘅，普通信徒可能咁，可能已經唔同晒㗎啦。況且世界許多地區之中呢，因為神父缺乏同埋社會控制嘅削減呢，容許好多事情呢脫離咗教會嘅高層，即係梵蒂岡高層控制喺地區嘅層面上面發生。同時呢，唔同嘅國家有種各樣唔同嘅情況，使到福音信仰本身同埋天主教徒接觸嘅時候，遇到可以有種種唔同嘅經歷。所以我哋唔可以一竹竿打晒全城人，就話，天主教啱唔啱？呢都係過分簡化。你仲問究竟邊個教義上邊，喺邊個地區，佢哋具體實質上面信啲乜嘢，唔信啲乜嘢？咁呢個呢，我哋要了解嘅。咁啊，第三就係呢，我哋要分清楚喺個人嘅層面同埋喺組織嘅層面，我哋唔一定要相同嘅態度。喺個人嘅層面，如果我哋知道頭先我哋講嘅，如果喺個人層面嘅時候，我唔問你係咩教，我要問你同耶穌嘅關係係點樣。正如有條題目話，
天主教徒，我哋基督徒可唔可以同天主教徒結婚？呢啲係過分簡化嘅問題。如果要我答，我簡單答俾你聽咧，就係咁解。睇下你同耶穌嘅關係係點，同埋佢同耶穌嘅關係係點。如果你同耶穌嘅關係污水水嘅，是但揾個結婚都冇乜所謂。天主教徒都幾好，多數乖啲女仔，斯文啲，咁答啦。但係如果你話我係虔誠嘅，同耶穌關係好親密嘅，咁你就唔好問佢係咪天主教先，睇下問下你嗰個對方，佢同神嘅關係係點樣。就算佢係同呢間教會啊，佢同神嘅關係係蒙查查嘅，你同神嘅關係好好嘅時候，你兩個結婚都唔等於幸福。因為呢個信仰係嗰個生命裏邊最核心嗰個嘅價值，同埋你生命裏面找住嘅最重要嘅嘢。如果係咁嘅話，喺嗰點上面兩個嘅生命唔能夠合一嘅話，喺一個婚姻嘅路上邊有排你哋捱。嗱，我唔係講緊咩信與不信咩同父恩嗰啲咁嘅問題，我只係好具體話俾你聽呢個經驗啫。我見到好多弟兄姊妹呢啲嘅經驗，我只係想同你咁樣講。所以我個答案就係喺個人嘅層面裏邊，根本我都唔理你咁多先。我先問你同耶穌嘅關係，你對聖經點睇？但喺組織嘅層面，即係話咧，喺即係 private 同 public 喎。喺組織嘅層面又唔同講法。因為組織層面咧，好多時咧係牽涉到好多咧，我哋其他人唔明白，同埋咧係即係有好多例外嘅情況嘅。即係呢個咧，我諗大家如果你想讀到呢一個嘅道德倫理咧，都了解到。因為呢幾點好緊要，呢啲結論好緊要。咩叫個人嘅層面同埋組織嘅層面呢？就係譬如舉例，我哋可唔可以同埋天主教徒一齊守聖餐？嗱，如果佢係天主教徒，頭先我講，如果佢因為讀過聖經，透過聖經嘅大能，我哋知道佢係一個好清楚因信稱義重生嘅。我哋喺佢嘅屬靈嘅溝通裏邊，我哋知道佢同耶穌基督嘅關係好深啊，好親切。咁嘅時候呢，我覺得我可以同佢一齊守聖餐。我係基督教會，如果你天主教入到嚟嘅時候，我好認識佢，好明白佢，我可以接受佢守聖餐，唔緊要。呢個好大膽噶啦，已經吓。但係呢，我能唔能夠宣布話呢，我哋嘅教會係歡迎天主教嘅人士呢嚟到守聖餐？唔得，因為呢，你呢個係特別，我知道佢呢個係 private， 係個人嘅層面。但係咧，我唔等於所有天主教徒咧，即係喺佢個教義裏邊咧，喺佢個受浸嘅過程裏邊，佢所定嘅規範，嗰個即係所謂個水禮嘅規範咧，並不同我哋基督教一樣。佢嘅要求並不同我哋一樣。佢一出世就係天主教徒。如果咁嘅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能夠話呢個係一個係 public 嘅，係一個咧係組織嘅層面能夠咧，基督教會而家我某某教會可以接受天主教人士嚟到守聖餐啦，咁唔得。所以你唔好話，咦咁啊兩面人嚇，你私下俾佢一齊嚟，嗰個公開又唔敢講，冇得講，因為呢個係個人同埋係羣體之間好多時嘅嗰個嘅立場同埋標準係唔同嘅。咁你話喺組織嘅層面裏邊，我哋同天主教應該點樣嘅關係咧？哇！呢個有排噏啦嚇，我大概好簡單，大概有4種嘅關係，4重嘅關係：組織、聖禮、行動同埋對話。由下邊講翻上嚟，如果我哋憑住聖經嘅真理、耶穌基督嘅救恩嘅經驗作為呢個核心，咁嘅話，我哋同天主教絕對可以有對話，可以大家坐低開心見誠講對話。意思就係我可以喺佢身上學啲嘢，佢又可以喺我哋身上學啲嘢。正如我哋可以參考佢嘅解經書，睇下佢嘅靈修學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我亦都可以提議俾你聽，你哋嘅瑪利亞信仰咧係唔合乎聖經，並且咧即係唔應該再咁持守。教宗呢種嘅即係非理性嘅權威喺現代咧已經有啲落後。我可以同佢咁樣講，可以咁樣講，即係呢個係一個對話，完全可以。如果我哋喺聖經同埋耶穌基督基礎上邊。第二，行動咧，我哋特別指一啲嘅社會行動啊，一啲嘅咁嘅行動上邊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不過我哋做嘅時候要小心。我哋要肯定啦，我哋同天主教喺組織上邊咯，而家我哋個基督教會同個天主教會一齊合作，譬如喺6·4遊行紀念一啲嘅嘢。我哋合作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好清楚去聲明，我哋呢個合作係只係單止停留喺呢個社會行動本身，而唔係喺個宗教嘅信仰上邊，喺嗰個嘅教條同埋教義上邊有任何嘅一致性同埋共通性。不過喺呢一個嘅作為一個有人性嘅社會
我哋去將人嘅生活、人嘅生命變得更有接近神所創造呢一種咁樣嘅本來嘅意思嘅話，呢啲各樣嘅社會嘅行動，我覺得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可以喺度大家一齊並肩而進。不過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一定要好清楚聲明呢個只不過係社會行動上面嘅並肩，而唔係教義上面嘅並肩。第三，再進一步喺聖禮上面，頭先我講啦，要好小心。我就覺得呢，第一你要真係查清楚，因為聖禮係同耶穌基督嘅生命係直接相連嘅咯噃。所以呢，喺聖禮嘅裏邊嘅時候呢，就頭先我講得好清楚啦，無論係彌撒，無論係佢嚟我哋嘅聖餐，我哋去佢嘅彌撒，一定要好小心，一定要係搞清楚究竟呢個聖禮本身有冇包含呢個再獻祭呢個觀念。有嘅話，我哋唔能夠接受，因為耶穌唔會接受咁樣嘅獻祭，因為係教義上面係錯嘅。但係如果佢嘅生命係清楚嘅，個人嘅生命係清楚嘅，或者佢呢個嘅崇拜本身已經冇咗呢一個嘅再獻祭呢種咁樣嘅錯誤嘅教義嘅話，只不過係一個對耶穌基督嘅崇拜，一個讚美嘅話，咁嘅時候，我覺得喺其他弟兄姊妹唔會誤解嘅安排底下，我都可以參加，佢都可以嚟我哋嗰度。再進一步組織上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呢非常之困難啦。即係喺組織喺嗰個嘅組織層面上邊話，即係我哋建立一個聯會啊，或者係天主教、基督教嗰個嘅即係聯合嘅一個嘅一啲喺信仰上邊嘅合作啊，咁嘅時候呢，我就覺得暫時因為頭先我哋所舉到嘅喺教皇嘅權威啊，喺佢哋教會對其他教會嘅立場，尤其是係對其他宗教上面嗰種嘅多元性，佢神學上面嗰個普救論，再加埋佢哋對即係瑪利亞嗰種嘅信仰啊，喺呢各方面呢，我覺得基督教喺現階段佢都橫掂，佢都未話即係我哋即係因信稱義唔會受咒詛啊。喺呢啲咁樣嘅現階段裏邊講咧，我覺得冇乜必要喺組織上同佢哋有任何嘅合作。所以組織嘅合作嘅意思就係喺教義組織嘅信仰上嘅合作、聯合性嘅活動呢，喺信仰上邊呢，我覺得呢唔係好值得。喺福音派立場，我覺得唔係好值得。咁呢，所以呢，我就即係大概呢，我就即係作為一個結論喺度嚇，希望呢，我哋可以喺全面嘅呢個咁嘅問題上邊呢，有啲係明確啲嘅睇法。